Hello，各位同學大家好啊！今日咧嚟到 FIRE 啊，計第6堂啦。咁今日第6堂咧就正式開啟呢個嘅技術分析呢道門啦。咁第一堂咧，我迎接大家就係形態分析啊。咁啊，我哋睇翻咧，即係嗰個嘅成個形態分析嚟講啊，咁其實咧都係講緊預測啦，或者推斷緊市場都係諗緊乜。意思就係啦，我哋留意咗某個資產，佢唔開車嘅話咧，我哋唔好自己去買或者賣，要等到集體咧有個共識咧，去推高或者轉勢嘅時候咧，先至買或者賣出一個股票咧，係食得最好最盡一個嘅價錢啦，同埋安心啲嚇，坐頂機會少啲嚇。係我哋咧揀資產咧揀咗買咩資產啦，幾錢買就係幾時買嗰部分啫。咁形態分析咧係當中係非常重要嘅，因為咧我哋可以知道咧嗰個市場共識係咪開車啦。不但止啊，我哋升穿咗某啲形態嘅話，仲可以計到量度目標啊。嗱，非常之重要嘅對我嚟講，因為好似坐飛機咁啦，如果你坐1個鐘定12個鐘定15個鐘你都唔知咧，個人係好愁嘅。買股票一樣嘅，買咗幾時沽先得㗎？賣咗幾時可以買翻呢？又或者升穿咩位放棄啦，佢唔會再跌嘅追翻呢？呢啲咧都係我哋可以用喺技術分析咧、圖表分析幫助我哋啊去做一個嘅買入時機。唔單止，萬一我哋選錯股啊，又或者選啱股，但係嗰段時勢唔啱嘅話咧，技術分析都叫我哋 hold back， 即係可能等咗一季、等咗1年先買都唔緊要嘅。我啲錢可以擺喺第二度，擲喺第二度，投資喺第二度先。都好得嘅啫，所以咧我成日形容咧架車開唔開就係技術分析啦。咁啊記住啦，溫馨提示啦，咁啊入邊咧即係講嘅等所有內容都係有知識產權啦，大家保障呢個嘅版權嘅問題啊，侵權必究，咁大家即係要尊重翻知識產權啦。第二啦，咁啊樓下等陣我哋都會講到唔少嘅一啲嘅練習啦、exercise 啦、股票啦，咁一定啦唔同嘅監管當局咧又會揾我噶啦。咁所以咧大家記住啊，我係唔涉及任何銷售，唔係推薦嚇，你自己做好自己功課咧。先去做投資或者每個決定啊，咁大家知咯。咁啊，去到骨幹圖咧，頭先我哋講過，最主要今日技術分析咧，已經咧去到價值上面，咁即係去到咧嗰個選時機嗰部分啦。而第一樣嘢一定係形態分析嘅，形態分析咧頭先講到有個 powerful 有幾有力量啦嚇，幾重要啦。咁如果冇咗形態分析，特別量度目標咧，其實我成個人生投資都非常之不一樣啊！有時你選股真係唔夠肯定，或者你睇個基本面啊、技術分嗰個經濟層面咧，其實唯一一個問題就係佢冇時機啊！佢有講嗰個嘅時間 event 會發生會幾勁嚇，或者合理價幾多，但係佢冇講個 time frame 啊嚇，或者幾時開車個 Y 即係個 X axis 咧係 X axis 係冇講到嘅嚇。咁形態分析其實有2個嘅嚇，咁啊除咗呢個嘅一個形態分析啦，今日會講嘅，同埋 Pro 嗰度講嘅波浪理論。咁波浪理論咧都係形態分析一種，而呢2種咧係不久嘅將來啦 ，AI 啊或者要做一啲嘅 algo trade 咧，都唔能夠代替到嘅一個好重要嘅技術分析，因為咧而家係冇人啊可以量化到或者係斷定到或者係identify 到佢係咩形態。而家所謂嘅 AI 咧，去量度一啲嘅形態咧，都係好參差，可以話唔準確添。咁我哋咧，亦都係我哋 advantage，我哋繼續望住個市咧，呢度就係我哋贏到機器啦，或者我哋用心機去睇清楚啲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部署到一個咧一啲嘅買入嘅策略。就算我當短炒啊，起碼都有買入呢一個嘅risk and reward ratio， 即係風險回報比嚇。如果風險回報比度到，譬如1比3、1比4嘅話，你一買入，基本上啊，你可以短炒又得，長線又得，咁啊最穩陣嘅嚇。咁所以今日我哋達到選時機嘅最宏觀嗰步先嚇。咁啊，形態分析咧，其實有好多嘅做法啦嚇，有策略部署啦，又可以部署時機啦。咁頭先有啲例子俾大家睇嘅，譬如咧我哋有一條通道啦，等陣會教到點畫噶啦。有條通道啦，我哋可以知道咧個支持啦。阻力喺邊度可能會發生啦，配合啲陰陽燭之後啲堂會講啦，咁你可以知道咧真係幾時做嘢咯。而其他你睇下呢個通道其他嘅時間，可以話差唔多90% 時間咧都係冇嘢做嘅，真係嘅。而事實上咧，大家有時會覺得咧投資係日日都要做嘢，甚至多勞多得咧呢個嘅諗法要戒啦嚇。你見到技術分析咧呢啲位置出現轉勢嘅，譬如左手邊呢張圖啦，1點、2點、3點、4點、5點。咁長嘅通道講緊差唔多呢度係半年5個月嘅時間，你都係得5次入市嘅機會。而等陣會教嘅呢個5點嘅通道咧，你得3次機會入市啫，頭嗰2點唔關你事嘅。等陣會教。個問題就係咧，我再講而家坊間嘅人啦，或者特別我嘅機器咧畫嘅形態實在太過唔準，可能佢唔識。
又或者佢比較上係多一啲 exceptions 俾佢，即係咁都算啦，或者穿下算啦。其實唔係嘅，因為咧你俾得太多機會自己，太鬆嘅一個嘅滑形態嘅條件咧，你就變咗太多機會。太多機會咧，亦都有機會出錯嘅嚇。你要機會得一個啫，買完之後就升最好就，再唔係加多注兩注啫。你要就係兩個信號買入信號，同埋兩個賣出信號啫。其實係咁多，俾得多信號你嘅，你有10注咩？係咪？你要買都買咗噶啦。等陣會俾你睇嘅。如果你有咁多機會俾你買咧，唔係好處。譬如你儲齊貨，量度目標100蚊嘅，係嘛？跟住落翻嚟，俾多次機會你，咁你唔使你買齊貨噶啦嘛，你係俾多次機會人哋未上車嘅上車嘅，所以一個通道或者有好多轉勢好多買入點係咪好事咧？真係唔係好事啊！你又唔係話飛上投機咁樣嚇，咁亦都部署時機就係靠陰陽燭啦，咁會講咧，即係嗰個通道先，咁之後會靠陰陽燭轉勢去突破定係轉勢咧去加入買入噶啦。咁我哋技術分析都有啲盲點嘅嚇，咁所以咧我哋因為好需要睇個成交量或者睇個市場深度，所以市場深度咧就係好似房地產咁啦，市場深度係好淺嘅。呢個單位想賣嘅時候咧，你都其實要揾到人要買啦嚇，咁所以咧有時房地產咧嗰個價話跌，某個屋苑跌咗3成跌咗2成咧，其實可能得2個單位賣緊，3個單位賣緊啫。咁股票市場咧，如果你揀啲細價股啊，一啲嘅啱啱上市嗰啲啊，或者冇成交嗰啲咧，其實咧都有相同嘅問題嘅。當個市場深度係唔夠深嘅話咧，就會好容易俾某一班人細嘅資金咧喐到個市嘅。我俾例子大家啦，以前咧我炒即係買港股啦，投資嘅時候有隻叫山東麥隆，咁我就好細隻股票，但係咧就 pass 咗啦。你知我選股咧唔係好理話市值大細，總之唔好最細嗰啲啦。咁最細嗰啲通常都冇業務噶啦嚇，咁佢係有業務做嘅。山東麥隆咧就係嗰啲客就中石油、中海油啦，佢賣嗰啲石油機器俾佢哋嘅。咁除非佢哋唔識掘石油啫。咁山東麥隆咧嗰陣時成交又好少嘅，我記得咧我哋又會收市時候先做嘅。咁我啲盤咧大概好似唔多嘅，我爭50萬未買咧，一買嘅時候咧成支竹咧陽燭俾我托上嚟嘅。咁喂，好彩呢件事我唔係用嚟咧去陰你啊，又或者去做啲咩古怪嘢，但係好多人咧係透過咁樣特登做一啲信號俾你，你特別用嗰啲所謂頭先講 AI 啊，係咪，或者係screener 嗰啲嘢，基本上幫到忙添嚇。如果你唔靠肉眼望嘅時候，佢就 trick 嗰啲機器，等你有買入信號，喂，買入信號你咪買晒佢咯。嗰日有10隻我就買7隻，咁其實咧就會好容易 fit 到你嚇。所以咧嗰個市場個深度唔夠深咧，其實係大鑊嘅。所以如果市場最深嘅咧，其實咧唔係股票，係外匯市場、黃金、石油嗰啲。你真係話哎呀學唔晒啊，千祈唔好。你學技術分析咧，美金啦、黃金啦。或者 S&P 指數啦嚇，咁呢啲咧都係用佢做練習嘅時候咧，其實係更加對初學者有好處，因為佢發生嗰個結果同我等陣教你上堂讀書嘅嘢咧係幾乎一致，盡量好近嘅。如果今日教嘅嘢你用咗啲細價股度，可能每日成交得50萬港幣嘅，咁你發生嘅個結果同我教你嘅發生機率就好唔一樣，因為好怪個圖表嚇，好多裂口咁樣啦。咁同埋咧上市最好咧就係超過1年以上啦，因為好多上市公司咧係合法地喺某個時間短時間，譬如半年內咧係可以咧嗰個保薦人啦或者幕後咧可以托市嘅，合法托市嘅。咁所以咧你唔能夠確保咧，即係嗰個即係市場諗嘅嘢啦嚇，即係佢幕後一班人有譬如以前我做上市公司啦，佢係合法嘅，有幾百萬俾你托咯嚇，不過佢唔會托半年啊，即係我嗰單啦嗰陣時嗰幾單啦，咁可能托一段時間。喂，咁托出嚟個價就係托㗎啦，即係唔係市場嘅共識㗎嘛，係佢要保智護航，令到佢順利咁呢架車推順咗啦，佢先放手，係需要做上市公司話竟然合法係做嘅一個動作嚟㗎嚇，咁所以小心啦。咁形態分析咧，其實有幾種，等陣會講到分類啦。一種就係趨勢嘅形態啦，一種係盤整形態，即係橫行啊、三角形啦。一個就反轉形態，咁可能有一個頭肩底、頭肩頂咁樣啦。等陣會今日其實會教晒大家噶啦。咁記住咧，睇翻你心儀嘅股票有冇轉勢先買入，你本身揸住股票係咪轉走晒差，係咪好樣衰咧？咁技術分析轉得樣衰嘅話，你都要考慮下係咪有啲嘢，有啲壞消息你唔知啊？市場想走貨喎，啱唔啱？有一班人醒覺想走貨，你咪諗下咯。喂，好似想停車喎，我呢站唔落就一定要等多一站噶啦。呢個有時咁嘅 reminder 咧，喺技術分析係好重要，千祈唔好覺得咩邪術，係我哋揾緊共同嘅市場共識，佢係留低一啲烙印、一啲數字、一啲數學線咧俾大家嘅。OK，
咁我受第一關試下同大家講嗱，如果俾着我之前咧，我會覺得佢邪術嚟嘅。你聽下睇下認真練習，你再加以運用咧，你知道一定有幫助，係好大幫助嘅嚇。咁趨勢嘅即係嗰個趨勢形態啦。咁我哋講咗先啦。咁我哋通常咧都係以一啲嘅線去做嘅嚇。可能咧你見到啊呢個呢個股價咧就一浪高一浪嘅個低位 high and lows 啦。又或者跌緊嘅就 lower highs 啦，即係你見到個趨勢上緊或者跌緊去嘅。有時咧可以試下用等陣我招咧去畫到有冇趨勢線嘅。嗱，記住啊，我等陣有個特別我自己用法，你可以加減都冇問題，但係唔好畫條線係冇根冇據嚇。最主要呢樣嘢。用我方法咧就係俾我自己，即係我咁懶啦，或者唔想咁多信號出現嘅，或者你係新手嘅，你跟住咁樣玩咧，就容易啲揾到合理合法嘅線。OK， 如果你唔跟住一步驟去揾，就望咧攞把間尺度，咁嘅線咯。而家呢樣嘢就係90%出邊教你嘅，出邊嘅 AI 畫嘅都係錯嘅條件，佢連第一點都已經歪噶啦，咁我任督都得啦。我等陣 show 俾你睇啊，所以趨勢就係咁嘅情況，通常都有個直線就叫一個有共識嘅趨勢。嗱，呢度我想同大家交代下，我想講呢一版咧，我可以話今堂或者一生你學技術分析最重要嘅一版，唔係難嘅嚇。不過咧可以斷定到咩咧？有時我哋一張圖擺喺我哋面前咧，其實咧即係有時自己做信號俾自己買嘅嚇。你記住有幾樣，我哋中學都畫啦，一條線起碼2點。係咪一條線2點？起碼2點啊，唔係2點啊，係起碼2點。2點就至少畫呢條線。咁你就喺個圖度咧就畫1點，再黐1點。呢條咪直線咯，呢條咪線咯。你就跟住吹啦。我想話咧，呢2點條線咧，你點畫都得，因為咧頭嗰2點都係你自己嚟嘅。你喺個股價任督啊，督呢度，跟住第2點督呢度，你可以捉身督啦，捉身中一半督啦，70啦，捉身上影線督啦，下影線督啦。你可以亂督咧，都畫到條線。有時咧，我哋就自己尋住呢條咁嘅線，嗰條2點出嚟一條線都叫射線啦。呢條就跟住吹啦。其實咧咁樣係交易唔到嘅。嗱，我哋咧要喺第一點嘅低位，譬如呢條上升趨勢線啦，記住喺第一個 point 係低位。OK， 第一點揀個低位，通常係成個浪嘅最低點，即係之後你先知㗎啦。你唔會呢點買到㗎啦，趨勢㗎嘛，趨勢唔係轉勢，趨勢即係咧你講緊保飛嗰度。加注嗰度趨勢唔係最低，呢度最低點買咧？喺波浪同埋陰陽燭會教大家。OK， 轉勢嘅時候，轉勢梗係最叻啦，你攞到最大嘅空間嘛。但係趨勢重唔重要啊？重要啊！我哋話俾你，喂，開晒車㗎啦，真係最後3門㗎啦，有埋目標價，你追唔追埋佢？唔追埋佢，你唔可能好大機會翻唔翻去呢點嘅，叫趨勢。所以咧，你喺之後睇翻轉頭咧，你起碼有1點嘅低位。which is 呢度應該呢度啦，或者第1、2交叉用第二啲招數，又波浪可以買得住啦。咁你揾1點嘅低位，拉去第2點嘅絕對低位，即係當日或者嗰支竹嘅最低嗰點，就唔會篤個竹身嘅。呢2點係不能夠犯規，不能夠犯規，1點都唔係勝算，因為你揀噶嘛，你揀要最低位，通常係低位同埋最低位畫2點落去。咁你就試下撞啦，開頭新手嚇。撞一條線，通常咧以我做法就係由左至右個圖掃落去。譬如咧呢個低位同下個低位，第2、第2個低位拉條線，睇下有冇第3點出嚟。嗱，第3點咧意思就係佢唔一定係最低點嘅，可以穿一穿啦，或者陰陽燭咁會教你有錘頭啦，有個剔上嚟啦，總之會有轉勢嘅嚇，咁就叫第3點。就係呢第3點咧先係市場共識，你先至趨勢嚟講啦，喺第3點最早先可以買嘅嚇，第3點之後。4、5、6、7、8，咁所以咧，如果你拉咗一條線之後，冇第3點存在嘅，可能係穿過一紮股價，冇任何低點中過嘅，咁咧基本上呢條線咧就失效噶啦。OK， 所以你試下咧揾條線由左至右掃，第1點都係第2點，身上有3、4、5、6、7喎，呢條線咪有得用咯，係嘛 ？OK， 咁如果第1點篤第2點兩個低位篤到一齊穿落去，冇事發生，好核突嘅，等 show 啲即係圖俾大家睇啦。如果冇嘅話，你就用1點同第3個低位再拉個新嘅1同第4、1同第5咁樣。如果冇啦，就2同3、2同4一路咧向由左至右咁即係掃過去揾到。如果冇咧，有時真係冇噶啦。OK， 咁所以咧，我哋等陣會有啲例子俾大家睇嘅。OK， 咁呢個例子就話俾你聽啦。總之你頭嗰2點去 trade 咧，你就運吉噶啦，因為你嗰2點你自己篤噶嘛。係咪啊？好啦，假設啦，你中間咧第1篤第2點咧，中間仲唔可以橫跨啲股價穿咗條黑色線嘅，所以頭1同2點要 perfect 嘅，
1點係低位，2點係低位，中間1同2中間係冇穿嗰條線嘅。呢個要個炮台我叫做完美，先可以射個炮出去 ，OK？ 然後之後咧你就可以攞出嚟啦。如果有反應嘅話，明唔明白？第2點係不能夠作反，因為第2點係你自己俾自己信號嚟嘅，千祈唔好錯呢樣嘢。你第1點買到咧都唔會因為線噶啦，因為陰陽燭同波浪肯定。我嘅做法就係咁 ，OK？ 好啦，下降通道咧都可以畫呢條線嘅，不過我 prefer 咧，如果下降嘅趨勢咧，我係用 highs 即係嗰個頂。去篤翻嘅，即係嗰個第1點就係最通常浪頂開始數先啦。浪頂嘅最高點拉去第2點嘅高位，高位同高位。嗱，我冇話個低，即係我冇話個上升嘅時候用高位冇，或者下跌嘅時候用低位揾唔到啊。不過咧，如果跟翻個方法，上升嘅時候用 lower 用 higher low 去度啦，下跌嘅時候用 lower high 去度咧係容易啲咁解啫。因為佢上升嘅時候咧嗰個阻力啊，或者要反彈個平台咧，係掂下面會大力啲嘅。你下面揾到支持咧，容易啲咁解啫，唔係絕對嘅。喺當你下跌嘅時候咧，你阻力係大啲嘅，彈去又再 free fall， 彈去又彈上又再 free fall， 即係嗰啲嘅逃生門咧，嗰個 lower highs 咧，去篤條線咧，會容易啲揾到咁解啫。新手跟住啲步驟係由左至右掃過去，記住每一個方向上升由 higher lows， 下跌咧用 lower highs。然後咧用絕對高位 plot 最先嗰2點，唔得嘅話就一路由左至右掃過去 ，OK？ 咁呢個咧就係我個小方法啦 ，OK？ 由第3點先至可以做 trade 嘅 ，OK？ 好啦，呢個舜宇光學啦，即係一隻嘅做即係手機股啦 ，OK？ 咁啊做嗰個鏡頭嘅喺港股嚟嘅。咁啊呢個股價咧就由呢個嘅3月嘅時候啦，又見底啦，上緊嘅時候，咁如果你遮住紅色線嘅話，你要點畫咧？首先你見到咧係有 higher lows 嘅，咁即係咧每個腳都出現咗。嗱，你可以走目測到4隻腳噶啦，係咪？咁如果4隻腳都上緊嚟，咁呢個唔係見底係咩啊？好遲噶啦，即係第4腳咧，你先買第1注係冇可能嘅，而家一定係趨勢補飛嗰注嚟嘅 ，OK？ 咁所以2隻腳你唔知，3或者4隻腳你唔會當呢個底唔係底啩？呢個底一定係底㗎啦，係咪？你目測都見到啦。所以咧，你應該都會見到嘗試咧畫一啲趨勢線出嚟嘅。咁我哋由試第1點呢個開始啦，即係貓屎度圈住第1點開始啦。聯絡第2點咧，你就會見到呢條線咧，應該目測會穿過晒呢度㗎，就唔 work 㗎啦嚇。可能曾經你用過去做部署，但係第3點從來冇發生過，因為你紅色線穿過咗咧，呢度係穿晒㗎啦。呢抽線你就要改方法，1點同第3點做炮台。第4點寫出嚟，呢個所謂第4點咧，先至係入市嘅即係市場。呢個第1點、第2點咧係俾咗自己，第3點先係市場啦。咁你追幾時追嘅咧？咁你追咧，其實就係陽燭先追嘅。係啊，你唔會喺呢度追，因為咧你真係要意思就係你有嘢有轉勢嘅話，你唔係掂到就買嘅。你掂到就買有咩問題啊？你掂咗買，佢陰燭坐落去噶嘛。如果佢掂咗有彈嘅，你先跟住去買。所以係啊，陽燭先追㗎。如果你有辦法有本事喺陰燭錯落呢下最低位買嘅，你話俾你點解？係啦，因為佢下一支可以陰燭嚟㗎嘛。但係如果你有啲嘢有個 tick 上嚟，你再落翻嚟機會咪細啲啊？你個 loss 咧其實都係125蚊去到118蚊，即係幾蚊啫嘛，係嘛？幾蚊幾個 percent 止蝕費，同埋你上升趨勢買嘅。如果你今日止蝕位咧係118蚊，你等多半個月1個月咧去到121蚊，再等多一陣咧。你個止蝕位變咗升到去同你成本價一樣，變咗賺硬㗎啦，係咪啊？所以上升趨勢線去買嘢或者 long 嘢咧，係對買升嘅投資者係有利嘅上升趨勢線。OK， 咁呢個記得啦。咁啊當然啦，話個 tick 點樣 spot 啦。嗱，我哋今日咧就知道用肉眼望先，但係陰陽燭同技術指標咧可以幫我哋知道，咦嗰個係一個 tick 嚟嘅。咁如果咪有啲人覺得一 tick 到150蚊先知㗎嘛？係咪啊？其實一個 tick 咧係1至3日就知道嘅，所以任何嘅轉勢，包括呢度轉勢咧，呢支陽燭都買得一注嘅，因為呢個係一個316格嘅信號，呢個陽燭啊，即係見底呢支陽燭應該買咗一注嘅。所以咧，如果你仲係要補飛就靠趨勢線咯。OK， 好啦，咁結果啦，呢度買入咗啦，跟住再上升啦，係咪？呢個紅色線又跟住壓上嚟啦，從來冇跌穿過啊，好靚仔，即係你個下限咧已經變咗係止蝕變咗平啦，變咗止賺嘅啦。喂，再升到上去咧，又有啲唔同嘅趨勢線喎。呢度突破咗，你可以再補噶。嗱，所以咧，任何資產咧一路可以補嘅。喂，你由100蚊升到200幾蚊都可以買噶，係嘛？所以你買同一樣嘢，你成本價係爭1倍嘅。
所以有人咧落翻嚟嘅時候咧係止賺離場，有人落翻嘅時候咧就止蝕，一蚊啱啱買噶嘛，係嘛？所以你一路升上嚟，又有一扎啦。呢度有一個趨勢線啦，係嘛？跌穿你可以走晒噶啦，或者走一半，係嘛？咁如果你真係再落去咧，即係或者轉，我覺得咧應該陰陽燭轉勢走一半，跌穿趨勢線走埋個半，最遲應該跌穿呢個底，你就見到咧有一個叫做lower high 嘅形象。你唔會去到呢度都仲係有貨咯，係嘛？佢如果真係再上翻嚟，咁你咪有另一個形態先至考慮買翻咯。但係你賣單喺200至220蚊賣咗你喺100至到120蚊買嘅貨，係嘛？100至到103蚊買嘅貨，咁咧就係一個完美交易。咁話喂，邊有咁完美？點捕捉呢啲時機啊？嗱，所以啦，由今日開始已經有個 libraries 去望住啲股票嘅話，喺你面前發生嘅話，你日日都望一望啫嘛。係咪啊？然後每一個星期畫下有冇呢條線，每個月換下一線。呢條線講緊3月去到3月，差唔多1年嘅。其實你唔使好多花款喎，1年先畫3條線，係咪啊？所以咧，你如果一路望住佢，你係當時轉勢咧，轉見底嘅時候，亦都有你份；轉見頂嘅時候咧，你都經歷咗。所以點會談想話你買唔切啊？買唔到嘅，因為你一路望住呢隻股票嘛，所有嘢都有周期嘅。你一講喂，啲嘢咁貴係嘛？但係跌到抽筋嘅時候，低位你又有轉勢啫。喺低位跌到大鑊，有壞消息嘅時候轉勢，你又敢唔敢買咧？呢個係另一回事咯。OK， 好啦，趨勢形態啦。咁我哋講時間同支持點嘅，時間越長越好，支持點越多越好。不過啦，佢有時咧未必中好多點先俾你買嘅嚇。好似呢個例子咁啦，恒生指數啦就係一個下降嘅趨勢啦。咁你見到咧係 lower highs 啦，係咪？咁所以一個交叉，兩個交叉。咁點解我哋其實可唔可以第三個交叉位，即係呢個點咧？頭先阿 Sir 你冇話1點、2點，第3點咪係市場嘅係嘛？咁啊市場咪做賣出咯，可以嘅。嗱，不過啦，你拉翻遠咧，呢2點就少少近係啦。其實我覺得呢點都可以係一個共識，即係可以 short 佢啦，或者買跌啦。記住，我唔係叫你 short 係啦。我會喺 Pro 嘅時候有教你 short 咧，係用嚟對沖或者真係齋 short 嘅。但係我意思係一個正式嘅投機咧，係無論買升買跌都冇關係嘅嚇。總之佢有方向咧，你就有得買咁意思。所以你可以 short， 即係講係咁講，你可以有部署去做到咯。你做唔做就係你嘅事啦，或者你去沽咯 ，take profit 啦，或者走啦，係咪？逃生門啦。咁啊，如果唔係嘅話，第4點咧，即係呢個圓圈咧，一定要。做參考噶啦嚇，因為咧呢個好完整嘅趨勢啊，咁啊 last 咗咁耐啦，有咁多點咧，好靚仔嘅。好啦，咁你會見到啦，呢個陽燭啱突上嚟嘅，我同大家做個練習啦。當佢中1點、2點、3點，係啦呢個位，咁然後咧我哋見到啦，呢個617日啦，變做呢個周線圖嘛嚇，由417支變咗做88支咧。其實咧，無論你點睇到，都係有一個陰燭壓住落嚟嘅。咁所以咧，都係有一個陰陽燭係需要啦。嚇，總之你見到呢個有壓力嘅時候咧，你就唔好再買啦，起碼或者你可以沽咗手頭上，因為佢攞咗落去，喂，分分鐘又落翻去呢啲兩個低位咁，就大件事啦，係嘛？升都可以嘅，咁你做部署就係紫色線，究竟佢有咩反應出嚟？陰陽燭嘅反應嚇。咁喺呢個 case 咧，佢呢個再落翻嚟啦，咁最尾結果穿埋底添，去到21,000，係嘛？好多人都講，喂，你又點知佢跌到咁深啊？你又點知恒生指數升到咁高啊？34,000啊？其實有時你都唔知。你話調翻轉問你需唔需要知咧？如果 case one 呢度你走1注走2注，你喺27,000、28,000沽晒啦，佢落到17,000定7,000都唔關你事噶，因為你一路冇轉勢，一路冇買翻噶嘛，係咪啊？我唔使咩知佢跌到幾深咧？同樣啦，佢呢個升穿紫色線，你要做嘅就係買入。你覺得買入幾多？你已經計晒數啦，或者唔係買恒指嘅，恒指俾我個牽使，恒指係咁靚仔嘅，我就買入，我已經揀咗個港股都得。但係你知唔知佢去到32,000定42000定52000咧？冇人知嘅，你推高止賺咪得咯。你唔轉勢唔離場，你就可以食到最盡嘅形態噶啦。調翻轉頭你話你鬼知咩？而家爭你好彩啫，唔係噶，可以話好彩，可以話唔知。但係你要做嘅，如果真係升到咁高咧，你要做嘅就係買入。同樣佢可以升穿咗 fit 你，再落翻嚟止蝕嘅，呢啲機會唔會多於3-4成。OK， 因為啲形態咁靚仔咧，升穿嘅話就應你要做嘅就係追佢呢。你要即係等於射球波咁，你而家練咗3分波咁耐，你嘅職責就係射3分波。如果而家空晒，你嘅職責就係要射呢球波，入唔入咧？多數入噶啦，你空嘅，但係唔會因為喂呢球唔入咁點啊，我就唔射啊。係咪啊？多數入唔會係100% 嘅，
但係你要做嘅職責就係射呢球波，因為你空咗，你嘅職責就係投資者，而家有晒機會你就要買，你會唔入嘅即係止蝕咯，係嘛？就係咁咯。咁你唔會球都做錯判斷㗎，你唔會次次買都畫錯線㗎嘛，係嘛？所以點解呢個係你無論投機定投資長線短線咧，你 in a long run 你喺呢個都係長期穩定落定，你個策略都係咁咯。好啦，咁啊升穿咗啦，咁啊第4點鐘要升穿啦，冇陰燭啦，好靚仔，冇上影線啦，一個陽燭突破你可以追得噶啦，28,276。我喺呢個位置你要做嘅就買入，咁係咪買入之後就等佢升啊？唔係，你要 set 埋止蝕，因為同做生意一樣，你要知道你 maximum loss 係幾多。OK， 你買入28,200，原來 loss 咧就跌穿紫色線，即係我當你成支陰燭錯量，我先有反應啊，27,000啦，係嘛？282落27,1,200點嘅恒生指數，我頂得到，或者我買咁多錢，燒錢見頂得到咯。如果成副身家100萬，你估買死100萬，咁就頂唔到噶，你跌1000點我就頂唔到噶，所以你個注碼就總之決定咗，然後買入去。OK， 好啦。咁啊，係咪一帆風順等到目標啊？嗱，呢度一條線咧冇目標價嘅，我假設啦，等陣教埋有目標價啦。咁咧係咪等到目標價？嗱，其實有咁嘅現象出現。你可以話恒生指數由升到3萬1，你可能估咗啦，我唔知啦。但係可能你有時計個目標價係咪33000、34000嘅？佢未到目標嘅時候咧，佢可唔可以落翻嚟叫 retest？ 我哋叫後抽 retest 可以嘅。呢樣嘢咧，呢個嘅形態嘢咧，會唔會做 retest 咧？係唔知嘅，要之後先會知道。所以啦，佢可以未到目標之後咧，去 retest 再升多即係先至再升上去啦嚇。咁嗱，呢個嘅情況有咩唔好處咧？有乜好處啦嚇？好處就係咧，你可以再買入咯。又或者，喂，我冇睇開恒生指數喎，我2021年3月先睇，已經過晒啦。哎呀，好嘢，落翻一次紫色線咧，俾我買啦，正啊！呢個趨勢食成年幾喎？呢個趨勢線正啊！咁佢哋新人可以買入咯。你舊人買晒㗎啦嘛，你梗係唔想佢 retest 㗎啦。係嘛？所以啦，你一定唔好睇到咁熱咁童話故事。喂，升穿咗就買到目標就沽咁樣。事實咧，佢可以一下到目標，佢可以到目標之前落嚟 retest 多幾次都得噶，先至到目標。咁你有冇呢個心理準備咧？係嘛？所以有兩個選擇嘅。一，你升穿嘅時候咧，幾個選擇啦。你第一升穿嘅時候咧，你不嬲都留多一注，佢 retest 時候先至買翻。佢唔 retest 咧，你有等住你使嘅啲錢有去投資嘅。OK，呢個第一。第二，你買入咗之後咧，未到目標之前有任何陰陽燭轉勢啊，波浪轉勢，我等陣之後會教大家啦。呢度咧都係要 take profit， 未到目標都要 take profit， 尤其是啲目標價咧有成30% 咁遠嘅嚇，佢唔會一帆風順咁升30%啊，好少可啦，有嘅好少可咯，係嘛？咁第三嘅就我唔建議啦，就係買完一注冇第二注補貨，同埋咧佢到唔到目標我都唔沽啦。嗱，你記住啊，形態所有嘢咧。最叻仔都係70%命中啫，介乎60%，我用嗰啲60% minimum， 所以咧你知有30至40%咧係真係到唔到目標噶，佢根本升穿上嚟就止蝕添都得噶，係咪啊？所以要小心，因為咧最尾你拖得耐嘅時候，喂，譬如你拖得1年，恒生指數都要還回翻基本步，究竟嗰幾十隻藍籌賺唔賺錢啦 ？S&P 都要睇翻嗰500隻賺唔賺錢啦？你拖1年、2年、3年就唔係技術分析可以 handle 或者控制範圍之內噶啦。係嘛？所以總結下先啦，一條趨勢線咧就越多點越好，越長越好嘅。如果頂住落嚟，你可以 short 佢啦，沽貨啦；升穿上嚟咧，你可以買佢啦。同樣無論跌穿定係升穿咧，都可能會 retest 嘅，即係俾多次機會你沽，或者俾多次機會你買，跌都係 retest 噶。譬如啦，你覺得呢兩點係進噶，第3點係咪逃生門俾你 retest 啊？第4點係咪 retest 啊？係嘛？第5點升穿啊？係咪好難講？你控制唔到嘅。你睇市場話，喂，而家我 retest 啫，逃生門揩住紫色線，大家都知啦。望到紫色線，陰陽燭有轉勢噶啦。而家班車一定倒後行嘅，你跳唔跳落車？你唔跳落車坐硬艇噶啦。咁啊，我長揸嘅，我收息嘅，冇問題嘅。我同你講啊，我見咁多嘅客仔即係好多係學生嚟噶啦，個個話長揸嘅，包括我在內，其實都唔係長揸。個個話長揸，我揸10年8載嘅，啊咩 Tesla 遲早全個世界都係噶啦，最尾跌咗1年啊，你就後悔噶啦。邊有人想甘心見到隻股票跌1年跌一半啊？跌30%跌一半啊？我唔可以30%一半入去買，係嘛？咁而家唔係必然你沽咗會跌30%，但係好大機會係嘅時候咧，你分住走咗一半先啦，或者你話我唔分住走晒都得，但係你有 option， 因為你知道多咗嘢嚇，就唔係我長揸，因為我乜都唔知而長揸咯。
嚇。如果你真係乜都知而全責叻仔，但係我講啊，如果你轉勢，我唔會避到，我唔會話引到嘅，我唔係巴菲特啊嚇，我都會走啊或者 take profit 嘅嚇。咁啊就啲部分 partially take profit 咯嚇。喂，咁呢個就係黃金嘅金價啦，咁啊結果就真係升到2000蚊啦，升穿咗去到2000，我錄片嘅時候2500好似嚇，咁啊其實過晒我哋嗰陣時講牛市3期煙花5虎嘅目標，我諗住2400咁上下，係啦，咁啊嗱呢度咧喺之前都做過低位幾次噶啦嚇，不過呢個係好耐嘅呢個周線圖啦嚇，即係好長啦。咁我哋都見到嘅喎，呢個仲搞，即係啲特別嘅情況咧，譬如粟米啊、黃金啊、天然氣咧，有10幾年趨勢線㗎，恒生指數嘅趨勢線30年㗎，都用到今日啊，我錄片今日啱啱反彈，即係嗰個趨勢線。咁而家我哋見到咧嗰個情況就係呢個黃金有1點啦，2點啦，嗱其實呢個可以有3點嘅，不過其實真係有嘅，因為呢個係周線圖啦，你日線圖咧你就中晒㗎啦。咁所以呢點咧，你交叉你睇遠嘅話就第2點，你睇近嘅話呢度已經係入咗市啦嚇。咁因為呢度講緊都600去到800蚊㗎嘛，好離譜㗎嘛。好啦，咁呢度第3、第4點，好多人話做咩唔買咧？係嘛？呢度講緊我嗰陣時咧就係喺15年嘅時候咧喺馬來西亞教緊嘅時候咧，啱啱嗰度見底，咁啊做咗一個呢個叫早晨之星配合埋，咁你唔會咁巧咧喺條線咧出現啲有名嘅陰陽燭㗎，有名嘅陰陽燭轉勢得6款啫，我用嘅得6款啫，就中咗一個位，日日都唔中啊，就喺條線中，咁唔係話次次有得咁嘅機會，但係如果你望住資產喺你面前咁簡單嘅咁嘅機會，咁你都唔去馬，係咪啊？咁係無知喎，你嘅不作為係無知喎，因為 OK，咁所以咧當時我同大家話，喂，如果即係我話其實都賣得嘅，嗱我又保守啲啊，因為我唔知最尾咧係有咩咁耐之後會有咩疫情啊，又 QE 啊，又加息，我唔知道去到2024年會去到2000幾啦，但係我就話呢球波要射嘅 ，OK？ 點解咧？呢個如果有埋早晨先，你都唔買，呢度買嗱，或者呢度買嘅話咧，你起碼最下限就沿住條線彈，講緊每好舒服啊，每3、4年咧，嗰個線都升100-200蚊，係咪啊？即係每3、4年你喺黃金賺10至20%，係咪最少喎？如果只要座山達得高啲嘅，好似之後啦，升到2000蚊，2000蚊啊到咗，你仲有兩三年橫行先再突破噶嘛，係嘛？咁起碼即係有咁嘅機會嘅話，仲勁，賺1倍，升1倍添，係嘛？但係個下限點咧？個下限咧係你將呢條10幾20年趨勢線跌破，咁點算啊 Sir？ 第一你要做嘅就好簡單，唔入咪唔入呢球，咁你就走。第二short 佢嚟唔切啦。如果咁強嘅底呢條線都跌穿嘅話，佢嚟緊日子咧就反轉形態喺下面咧混落噶啦。咁我到時咧真係沽空嚟嘅，買跌啊，買跌好多 ETF 可以做到噶啦，唔使咩買期貨嘅，係嘛？到時我買跌就點？就係呢句咧，俾咗我信心，亦都俾咗部分同學信心啦去買。當然啦，佢唔升咧我都係驚嘅。喂，阿 Sir， 喂，3年之後落翻嚟又試翻1100、1200，我點解究竟係咪？嗱，你記住咯，呢個係你升唔跌穿條線最慢嘅升幅。你買嘅時候知道未先？係嘛？所以我哋嘅作為係 based on知識，唔會因為冇知識而作為或者不作為咯。咁所以呢條線咧係俾我哋好多啟示，好多靈活做法，你可以計到止蝕幾時啊咁樣。咁啊第3、第4、第5有轉勢，可以沿住線一路買嘅。咁最尾咧就好似彈咗幾刻都冇去翻嗰個線嗰位噶啦，已經啊呢條線都好低噶啦。嗱，我唔係話，我覺得都係有機會落翻落去噶嚇。譬如咧美國即係去又再經濟復甦啊，加翻息啊，呢啲時間咧都會令到黃金嗰個吸引力始終唔係有盈利嘅嘢啦嚇。揸住佢真係揸住10蚊啫嘛，佢落一落翻嚟翻試黑色線都有機會喎。但我記住第一落嚟黑色線之前咧，我已經沽咗啦。係嘛？你唔會咁高2000幾蚊打到嚟1500蚊，你都冇喐噶嘛？係咪？你唔會噶嘛？咁我教技術分析就係咁，你逢親轉3至5% 落或者上咧，你就一注你已經買或者賣5至8% 兩注噶啦，不能夠講到你跌咗10啊、20啊、70% 都冇喐嘅，冇喐係因為你唔知，或者你知道咧唔狠心做，永遠都係 discipline 問題。好，第二落到嚟黑色線咧，咁啊點啊？你記住買翻嚇，唔好嚟哎呀落黑色好驚好驚。落咧黑色線咧，咁樣帶來一定當時咧啲嘢咁平，一定係驚水平噶嚇。咁所以咧，你越多知識就越少俾心理控制。你要捉平嘢或者較平嘢嘅時候咧，你一定要靠好多嘅實質嘅一啲客觀嘢幫你做決定。你主觀做決定嘅，你自己都驚啦，係咪？好啦，咁啊嗱，咁趨勢嘅形態啦。
喺嗰個嘅通道入邊啦嚇。咁其實咩叫通道咧？咁我教一教。其實咧都可以用如果佢上唔單止下面沿住條線上面嘅頂咧咁啱都係沿住一條線上，而兩條線嗰個係平衡嘅，好巧啦啩。下面係咁嘅角度，樓上係咁，喂，咁一定市場係大家都望到㗎啦，單眼佬你又知，我又知，單眼佬都知嘅趨勢啦，係嘛？咁呢個咧係更加穩陣嘅一個形態。咁呢個就變咗唔係線啊，唔係 2D 啦，3D 即係唔係 1D 啦，2D 一個面啊，一個面嘅層面啊嚇。係咪叫 3D 啊 ？Anyway 啦，即係一個面積啊，一個 area 咁，一個通道上去啊。咁呢個通道點樣去 plot 到咧？其實就用 TradingView 去 plot， 咁你就會見到噶啦嚇。咁啊，我哋見到一點啦，以前我哋用間尺 plot 嘅一點啦、兩點啦，跟住咧第三點咧，你就去擺落一個嘅兩點嘅中間嘅最高位置。我再講啊，下邊咧佢有3個點俾你 plot 嘅，一點啦。兩點啦，跟住佢叫你入第三點先會爆呢條上面條線出嚟嘅。第三點咧，你喐個 mouse 咧，佢條線就已經做咗，佢會喐嚟喐去，睇下想篤落邊度啫。第三點係兩點下面兩點嘅中間呢點擺落去。咁你有3點咧控制個炮台，第4點先入市或者出市嘅時機，即係先至策略時機。要多第4點得噶啦。咁你所以咧第4點喺下面得唔得咧？唔得，因為下面咧已經確認晒，你要爭一點第4點喺上面，咁你就2點樓上2點樓下咧，先係一個通道形態，長方形。OK， 咁最好係咁樣做嗱，唔係代表你調轉 plot 咧揾唔到通道，總之任何通道中到點咧都得嘅。OK， 但係我嘅經驗就係新手如果上升趨勢入邊啦，你喺下面 plot 上去，即係下面2點1點上面，即係嗰個3個形指向上咁。揾到形態係最簡單、最 common 嘅，唔係代表你喺樓上 plot 2點，樓下 plot 1點唔 work 啊，都可能見到嘅，不過少啲啫嚇，少啲啫。所以新手咁樣 plot 到咧就更加容易揾嚇，咁你先有個開始噶嘛。如果你想練習 ，OK， 同樣呢3點咧要完美嘅，呢2點要係絕對低點，中間股價唔會穿呢條黑色線，最頂呢個係絕對高點。點解係咧？因為你篤落去噶嘛，你一定要篤2點嘅絕對高點 ，OK， 然後咧。就可以炮台射出去啦。咁射出去嘅時候咧，你記住要 prove 你啱嗰個市場呢個圓圈咧，要 prove 喺個 weak side 弱嗰方，弱方一定係樓上，因為樓上1點啫。你諗下，如果下面有10點嘅，樓上1點嘅，咁就係一條線咯，都唔係通道嚟嘅。樓上1點你作嘅啫嘛，你篤落邊都得噶，係咪啊？好啦，咁不如我哋試下實戰下，同埋用啲掣先啦。咁啊嗱，頭先我講嘅咧就係咧，如果呢1點、2點、3點，咁咧個圖咧可以咁噶嘛。咁唔通係通道咩？嗱，一條線啦，Sir， 2條線啦，咁有冇通道咧？梗係唔係啦，係咪啊？咁我哋咧試下一個嘅練習俾大家好嘛？嗱，譬如就 Apple 啦嚇，咁咧嗱因為我哋試啫，唔係叫你買啊嘛嚇，你睇嘅時候都已經過晒呢個時間啦，係咪？嗱，咁你翻去咧就試下開 TradingView 啦，免費嘅嚇。如果你可以 log in 咧，免費咧你可以有個。佢都要逼你 log in 噶啦，咁唔好煩啦，用 email log in 咗算啦，唔使俾錢嘅，俾錢可以分好多 function 啦，用啲 notification 啦，可以提你好多次啦，唔係得一次啦。咁有時咧去 send SMS 或者電腦 pop up 都得嘅。你畫完條線咧，你話下次中呢條線咧就提我，咁你咪得閒咯。而家科技其實好好噶啦，我教你啊，1點第一格、第二格、第二格 expand 出去，撳落去，咁你就見到咧有呢個嘅叫做 parallel channel，OK？線就喺呢度，嗱我哋試下畫線先啦，好嘛？線咧就喺呢度，咁我假設啦嚇，咁啊你可能畫一個趨勢線嚇，咁我哋試下畫呢度啦，呢度嗱，跟住整個磁石嗱，最緊要磁石，跟住咧你就會 lock 喺呢個最低點，點唔得？呢個最低點，我哋試下拉過嚟啲先，嗱呢度。嗱呢個射線呢度ray 線，跟住咧1點試下篤呢個2點。哦，嗱頭先我都係噶，眼睇我以為中嘅，結果就唔中。咁呢個咧係真係一條趨勢線啦，定係黐線咧？意思就係市場見到啊，定係得你見到咧？得你見到，因為得呢2點，你唔係諗住跟住呢2點完全凌空唔中嘅，你跟住 trade 噶嘛？結果蘋果有冇落翻條線咧？都冇人睇呢條線，根本得你睇到，係嘛？咁我哋試下話通道有冇咧？
試下咯，係咯，唔緊要，我哋試下畫啦。嗱，咁咧我哋撳呢個嘅channel，咁佢有3點俾你畫嘅，因為一個面啊嘛，面就有3點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篤一個形態係咁樣啦，嚇呢度篤1點、2點，跟住咧第3點咧就要揾呢2點，嗱呢2點係完美嘅，冇股價冇升穿上去，同埋2個絕對高位嚟嘅。第3點就落喺2點嘅中間最低嘅位置 ，OK？ 咁啊完成一個炮台啦。嗱，射出去之後咧，如果有第3點，你可以日線圖、周線圖俾你啦。咁如果中嘅話，有市場共識，起碼第4點，第4點喺下面條線發生啊。OK？ 咁我哋射出去咧，咁就要睇翻呢個 settings 啦，然後撳 extend right。咁而家係靚嘅。嗱，咩為止靚咧？第一，其實咁講啦，你可以睇日線圖、睇周線圖啦。咁點分幾時日線、周線啊？俾晒你。日線有陰陽燭，周線有陰陽燭，2個都唔穿嘅，咁咪仲靚仔咯，係咪？你有好多選擇，都唔一定買蘋果。喺呢個 case 咧，你見到任何嘅線咧喺3日內升翻上嚟咧，都係合格嘅。不過每一個通道或者形態咧，只可以有一次呢度位。我知呢個位見唔見啊？呢個位跌穿咗3日上翻嚟，即刻係合格嘅，第一次啫。如果唔係咧，嗱，其實 depends on你嘅，點解得一次啊？如果通道中8點、10點嘅，咁起碼有2次、3次俾佢啦，得㗎。呢啲咁嘅犯規位，你越容忍得多嘅時候咧，again 點解？你機會就多好多。你需唔需要咁多機會咧？即係如果你可以嚴格啲去，你有通道嘅選擇，你響嘅 notification 會少啲，會珍貴啲。咁睇下你嘅交易係點樣咯。如果你可以一條通道犯2次規嘅話，你之後延伸有時會1年2年，頭先黃金咁10年，你之後10年佢都不斷犯規㗎，你都幾麻煩㗎，係咪啊？所以我會犯1次規，咁要犯1次規。可以俾佢嘅合格嘅。嗱，咁阿 Sir，咁我點分咧？佢係咪即係跌穿啊？又或者點啊？咁我就要講翻去 Pro 同大家分享個即係3G 個理論啦。咁我講其中一個3啦，有幾個3嘅。其中一個3咧就係講緊佢如果3天繼續落去嘅，我就會沽。但係如果第一支已經裂口大陰燭嘅，嗱呢度有少少上翻嚟啦，大陰燭嘅話，我第一天就沽噶啦。所以話咁第一天定第3天沽咧？第一天唔明顯嘅，最遲3天俾你沽。如果第一天明顯嘅，你就唔使等3支噶啦。嗱，冇話喎，你話喂，沽完之後又可以升翻去，買完之後又可以跌翻去。你其實永遠都係咁問噶，係而事實上係嘅，但係個機會有10次，有幾多次係咁樣咧？即係跌穿完你止蝕，佢就升俾你睇；升完你買咗佢就止蝕，10次都咁。你再睇翻現實宏觀去睇，你唔好未買未發生之前就係如果乜啊點樣啊，然後第1、2次真係咧發生對你不利嘅嘢，嗱係咪啊？買完之後落翻嚟都唔 work 噶啦，咁你就認定晒，你起碼而家即係所以 paper trade 咁重要咯。你起碼而家吹咗10、20、50次，你先至夠起碼夠少少 sample size 話俾我聽，你50次係咪50次都 fail 啊？有2可能咯，一係就好鬼黑仔啦 ，which is 好微呢個機會，因為你根本唔識畫，你畫咗一條黐線出嚟，係咪啊？所以你可以諗下點樣做。咁啊，以翻我啱啱個錄片嘅時候咧，啱啱發生嘅例子就係黃金啦。咁黃金咧去到2000蚊啊，甚至2400，冇人覺得唔貴噶啦。咁啊，我都覺得貴嘅，但係我係再加少少，點解咧？因為我又揾條新通道。咁我當時咧就喺Max 嗰個即係以前 Max 嘅前身群組啦，而家我就唔使啦 ，Max 可以 send 出嚟啦，就話喂，有冇人買黃金啊？我都唔知㗎，但係都幾靚咯，全部不可以申明嘅。如果我 C 足擊擺出嚟咧，又俾人插㗎啦。因為明同唔明咧，你睇嘅世界唔同嘅。佢哋咧明但係知道會輸嘅，你明唔明啊？唔係完美嘅，不過係咁啱係賺咯。而家你如果新手話，喂，如果賺到跟你咯，下個通道喺邊度？哦，下個通道喺大豆嗰度啊，我買大豆。可以輸㗎，係咪啊？嗱，我哋帶大家畫先，第2格 expand 出嚟 ，parallel channel， 跟住睇住我，你點畫？呢個少少叫長升趨勢啦，最容易揾嘅即係下面啦 ，from bottom 飆上去啦，一個箭嘴嘛，指上去啊嘛，係咪？咁我就揾低位呢個位，咁呢個咧就係5月3號啊，係嘛？呢個最低位篤落去磁石啊，記住，篤一點磁石，我撳咗 right click 啊，磁石，我 cancel 咗。撳磁石呢度啦，跟住咧佢叫你輸入第2點啊，我冇喐噶。你撳咗1點，佢彈呢條線啊，就要喐放第2點啦。咁我擺喺呢度啦，好嘛？擺呢度唔得咧，我會擺第3點呢度，都唔得就唔得。嚟第4，阿 Sir 擺第4點得唔得？錯，呢2點咁咧，下面中間穿晒噶啦，你由個炮台都唔完美啦。
係咪？你嗰粒炮嘅里程咧，一定好唔完美嘅，係唔啱添啊！好啦，我讀第二點，咁唔單止我下面有第三點噶啦，所以你應該喺第三點嘅陽燭買咗嘅，唔好話升穿先至都冇貨啊！所以你補貨嘅啫。嗱，跟住咧呢度第三點咧，佢就出嚟啦，叫你擺喺2點嘅中間最頂，即係 boom， 見到啊？睇住咯，1點，我俾小哈哈你啊，1點、2點、3點、4點 ，OK， 仲有5點、6點，下面有3點，樓上有3點，係嘛？成個策略就係咧，最早第一注買一定係呢點。呢點唔係因為通道，因為趨勢線啫。1點、2點、第3點嘅陽燭，呢個叫破個磚頭。我喺遲啲教你。咁你就起碼陰陽燭外邊有個剔，第2日買咗，見底嘅第2日買咗，你唔會喺呢度買，你唔會喺呢度買嚇，或者係因為淨係陰陽燭咯，唔會因為形態啦。OK，跟住下一次追幾時啊？呢度你可以走，OK，但係你真係追真係唔走啊！追第2次嘅時候咧，就係呢支陽燭突破第2次買1注2注搞掂。嗱，我話 Sir， 咁呢2個唔理佢咩？其實都可能可以減持嘅。你減持一半，我會咯，減持一半，因為 who knows 佢最尾可能個結局就係跌穿條通道落去噶嘛，係咪啊？但係如果佢唔係嘅，上翻嚟你就一定買翻啱啱個半注啦，至少，因為佢陽燭喺你面前升穿咗噶嘛。咁你點撳呢個 alert 啊 ？right click 係嘛？跟住 alert 嘛 ，alert add alert on 嘛，跟住佢話俾你聽係究竟電腦嘅 notification 啦、app 啊、SMS 啊、email 啊，咁其實就 OK 啦。咁啊應該免費版咧係有1次 alert 嘅，一個資產都 set 住 alert，咁佢就會響一彈出嚟。咁你睇下戲，咁個 app 喂黃金到條線喎，咁就打開係咪 trade 咯？係嘛？咁所以咧呢個係冇得抵賴嘅，即係你識定唔識咧，唔關你話冇工具啊、買唔到啊、我唔知啊、睇緊戲啊，係嘛？即係。好難有好多藉口，你 miss 咁多 chance 去買或者賣出一隻嘢咯，係嘛？咁所以呢個係幾好例子啊！嗱，咁仲有一個咧就係量度目標啦。任何咧面啊，任何一個形態咧，即係長方形啦、等隻教三角形同埋頭肩底咧，都係咧有量度目標嘅，就係將你成個面啦，即係成個 area 咧最高嘅高度，我哋可以度出嚟先啦。最高度就係喺呢格係啦。1、2、3、4、5第5格 expand 有個 price range， 咁你就可以度個高度啦。最低位度成個通道嘅闊度高度，你識度噶啦，用價尺都得嘅。咁就大概164蚊。咁啊突破嘅時候咧，個目標要幾多？就係咁簡單，將佢拉到呢度。以前我畫間尺噶，係啦，咁啊要重開啦，係啦，咁啊，唔好啦，我都係用翻 free 啦，因為我 account 花晒。OK， 好。咁啊1點啦、2點啦、3點啦，啊佢啲 extension 喺翻度喎，但係唔使我改喎 ，OK， 畫完咯，跟住量度目標 price range 係啦，160幾蚊頭先話係咪？攞個最低點，一定你篤嘅第1、第2點一定最低點啦。喺你升穿嗰一日個箭嘴最低嘅篤正貼住個通道，即係等於你將個通道一搭上去啊，搭上去嚇，咁樣推個目標咯 ，OK。咁所以目標價就係呢度2636。我記得啦，當時咧最危機咩啊？我話啦，未到目標嘅時候會後抽啊，滴下咧。呢個禮拜我就喺嗰個即係 Max Circle 嘅前身咧，同唔同嘅組啊，好麻煩嗰陣時係咁 post 啊。咁我同林老師話：喂，究竟大家有冇同我一齊買咗黃金？我唔敢，我唔會喺 public 擺。同學好多討論，我都買啊咩啊？咁啊我都知咩問題啊？佢唔話我信你阿 Sir 買啦，係嘛？滴下你就唔信我啦。喂，阿 Sir， 你話到目標嘅，我冇話佢一直線到目標㗎。呢個亦都係對啲師弟師妹有機會㗎，因為佢未買。哎呀，咁啱去咗泰國先，翻嚟滴多2下，哎，好彩我都有機會買。儲齊貨開車，最尾到咗目標啦，目標價到咗。喂，咁而家就頂住第2set通道，可唔可以去第3度？可以咁度上去，一路搭上去，一路搭上去。OK， 咁咧你就可以搭一個推高支撐。而家啦，嗱，你嘅止蝕位咧就係原先啦，係呢個跌穿入翻通道，即係2400幾啦。咁當佢到咗目標啦，你新嘅止蝕位即係變咗止賺位啦，就係推到去2642啦。咁而家我唔知結果點啦。任何黃金一支陰燭一支啫，坐落嚟即刻 take profit。咁你一定賺咗成個通道嘅面嘅，你已經係嘛？喂，萬一佢再有第3通道咧，一個咁搭上去都幾和味嘅。同埋你望得耐嘅話，譬如我咁樣，黃金係1100蚊搭上嚟噶啦，800、600我都買過啦。
係咪啊？所以你投資得越耐，呢機會一定喺呢邊前飛過嘅。你唔好話而家太貴啊咩成啊嗱，你睇翻長線話一唔係黃金咪股票咯，唔係股票咪債券咯，實有嘢喺呢邊朝見底噶，亦都實有呢邊朝見頂，你就唔好見頂嚇咗之後咧，以後見底就已經唔投資啦，係嘛？呢個形態完全可以反轉噶，佢樓上做個通道落翻嚟，你係走人嘅用嚟 ，OK？ 咁所以啦，點樣度 profit loss ratio 咧？教埋你啦，咁就有晒可以揭開晒所有工具。咩叫做風險回報比？就喺呢度，你又再答咧 long position。譬如啦，你陽燭買啦，撳呢度先。綠色就係你頭先量度標個位置，即係呢度啦。你預目標係呢度嘛？止蝕咧就係藍色線，喂，即係止蝕呢個位。咁你見到啦，嗰個 risk and reward ratio 咧係1比6嘅。嗱，咁唔好咁開心住，因為咧我哋最 worst case 咧，佢就會到呢個目標就轉勢先賣嘅，所以咧你俾支陰燭位佢，係咪？跟住跌穿呢個位咧，亦都係陰燭先沽噶嘛，係咪啊？咁樣啊，先至事實嘅，係咪？咁你真係個現實咧就1比 1.59 咯，所以唔係話特別 sexy 嘅 deal 嚟嘅咋，1比2係最好啦，最起碼 ，OK， 最正常啦咁樣，1比 5.9 嘅，除非你止蝕咧就可以等陰燭，止賺就要等一掂到就走咯嚇。咁呢個咧有幾個策略嘅，總之呢個嘅通道越闊越好，有時啲通道底咁窄咧，鬼咁窄咧都試過噶，你要 give up 嘅。因為一支陽燭到咗，一支陰燭穿晒，你最尾咧輸錢嘅，可以噶，係咪啊？譬如啦，呢度到目標，成支陰燭黃金坐 20% 落嚟，你咪中招咯，係嘛？咁所以咧，你有咗呢啲先有好多策略嘅。呢策略我喺嚟緊嘅咩無限重溫啊，工作坊啊，線下同你手拖手做足你1年唔得做2年，咁2年得20年啦，即係唔知唔使20年嘅。咁你1個月唔得2個月，2個月唔得1年咯，係嘛？乜嘢情況你都做，聽過我做嘅策略你就學到，但係畫都畫唔到，拖唔到隻手嘅，係嘛？所以呢啲好基本，你翻去做練習。OK， 咁啊嗱，提一提大家目標咧係多數啊係會超過啊。目標意思就係我今日目標要跑步跑半個鐘，絕大部分情況咧，除非你揸流灘啦，你到嘅話，你一定係跑唔係半個鐘啊，32、35、55分鐘。量度目標一樣，佢 at least 咧係個目標去到2600唔知40幾咁樣，佢會過嘅。咁呢個 case 就過咗咯，過咗落翻嚟咁仲好，我就會將呢個止蝕咧推到2640幾。OK， 咁所以咧多數咧應該綠色位唔係咁悲觀嘅，高啲嘅。嗱，不過咁，如果你呢度唔理佢，等佢再突破嘅時候，譬如呢支陽燭先買 ，boom， 呢支陽燭先追，咁你大鑊啦！你點都計唔到1比2嘅，你1蚊贏1蚊咯，甚至1蚊輸0.9啊！如果你落翻嚟陰燭先走，而家都未跌穿嘛，我當呢度有我都未走啦，即係我只賺呢度，止蝕我就穿晒先做，你係賺你贏你輸1蚊，但係贏7毫子。咁你次次單雕咧都做咗個壞習慣，係唔合理嘅，輸係大過贏機會咯，唔 make sense 噶。你冇人每單雕都係你冇 advantage 嘅數噶嘛？你冇人每球波都係人哋2條友 mark double team 你去射噶嘛？係咪？呢個就係你叫做話你要做嘅，我唔理你呢個 tough shot 係入定唔入，總之 tough shot 咧就唔會射嘅。嗱，咁你就知道咩叫 tough shot， 咩叫 open shot 啦。係咪啊？即係籃球嚟講啦，我知講到好多籃球術語嘅吓，咁所以打羽毛球都係噶。喂，你要撳翻咁上下高，你要咁上下啱 angle， 你先可以殺噶嘛。唔殺嘅，你 drop 佢得唔得啊？係咪啊？或者打翻去後場大力啲咁得啊？係咪啊？你有好多判斷噶，唔就你嘅，你最尾唔就你嘅情況，你都做到個好球咧，都叫壞球。就你嘅情況，你都唔入，你做啱晒所有天時地利，你做要做嘅嘢，都要射球波，都要殺嗰球波，最尾唔啱嘅都係 good ball。呢個咧係我後生都唔會知咯，所以提一提大家 ，OK？ 好啦，咁啊之後咧你都知邊度度噶啦，咁之後嗰啲咧我哋可以更加明白啦，已經鋪晒個路啦。好，咁我哋咧通道啦，咁其實通道咧已經係重複啊，其他嘢。咁下跌通道啦就係最好啊，唔係必然啦，最好由頂2點碌落底啦，度4點落嚟啦，由呢點可以買啦，咁啦，喂，咁即係。上升通道我只可以沽咯，唔係噶，第5點可以買咯，係咪？或者升穿，你起碼落翻嚟升穿嗰點咪可以買咯，好似頭先咁。好啦，下跌通道咧，咁啊就係要第一個機會就買，第二個機會中咗落翻嚟就沽。咁所以有時咧係4點，但係佢冇話 guarantee 會有7、8、90點咁樣嘅，所以你最早第4點真係要做。如果冇第5點嘅話，你有嘅，你第2次機會買就升穿佢咯。
咁你就個價係完全唔同噶啦，咪高咗個通道咁闊，你就係想賺通道呢個闊度啊嘛。但係咧佢冇 guarantee 咧，形態入邊會撞頂撞底撞頂撞底冇 guarantee 嘅。好似頭先黃金嘅例子就係咁啦，係嘛？佢冇話撞咗頂一定落翻底，落翻底就撞翻頂，冇咁樣嘅。突破嘅時候你就要做，見底有個 tick 有個陰陽燭你就買，就係咁啦。好，咁有量度表啦，頭先講咗啦個 H， 咁 H 咧量度表就搭上去嘅。咁又係啦，時間越長咧，支持點越多咧就越好，但係冇話 guarantee 一定好多支持點嘅，可以4點就算數噶啦嚇，記住啊！咁啊呢個一啲實例啦，中國平安啦，平保咧就係1點啦、2點啦、3點啦，係咪冇犯規啊？下面好乾脆樓上1點啊，咁你做嘅 verification 啊，你要做嘅支持咧，一定擺呢點冇用嘅，所以我哋唔冇啊趨勢線好靚啊，呢條趨勢線係咪1、2、3、4、5點下面嘅？但係我叫1點咧。點解我要通道咧？因為通道有目標，冇目標咧，其實有一個嘅難處啊，你計唔到 profit loss ratio， 因為你冇目標價啊嘛，你就知買我自己搭飛機要搭幾耐唔知嘅，係嘛？所以咧最好我想有嗱，唔係代表我冇賣啊。如果有埋多一點喺樓上咧，我就可以有個面啦。OK， 咁當然啦，呢個時間都有翻咁上下啦，即係都唔應該下下收線圖、日線圖都係勵志嘅。落翻嚟再突破，咁啊之後量度咧 boom 就係呢個100蚊啦。喂，講緊嗰陣時72蚊喎。68蚊喎，目標價100蚊，咁啊又係啦，係咪㗎？啱唔啱㗎？嗱，首先唔講啱唔啱會唔會到啦，到嘅途中都可以撞下先上去㗎，好悶下。呢度講緊係1、2年時間㗎，係嘛？最尾就撞下，真係撞下咧。但係咁喎，佢再做一個形態，中間冇犯規，好完美。嗱，有下影線係正常㗎，呢度穿，因為代表市場共識，代表市場真係試嗰個位，即刻拉翻上嚟，好過嗨唔到。揩到上翻嚟嘅下影線係最靚仔，或者穿咗第二支陽燭上翻嚟最好嚇，唔好係穿咗意思係支陰燭怎穿，就唔係成支陰燭喺通道下面幾日咁樣咯。OK， 咁啊跟住咧1點、2點、3點又做咗新嘅通道。OK， 唔單止支持目標到咗啦，我仲有個新嘅通道又可以再買啦。所以咧，如果講投機嘅話，談唔上話哇而家70蚊喎，我60蚊買咗啦，或者你80蚊買，我50蚊買緊啦，唔關事㗎。係一個嘅波段 ，OK？ 你要做嘅就係，如果有機會喺呢個通道下面30蚊買，你咪買咯。喺升穿通道呢度，即係65、70蚊，你咪買咯。如果佢再升穿呢個細通道，去到105蚊，升穿咗，你都可以買㗎。佢有因為佢釋放咗另一個嘅目標價出嚟嘛，你咪又可以買。喺技術分析真係唔好咁傻仔，咩105蚊買係貴過85蚊買，係你買完之後到你下次賣出係有升幅，就係咁簡單。OK， 咁啊長線嘅當然有少少計啦，即係你最好就係越平買越好啦，鬼唔知咩係咪？好啦，盤整形態咧，第二種嘅形態啊，就係盤整形態啦，就係呢個嘅一個嘅收窄三角形或者擴闊三角形啦，總之三角形形態。嗱，三角形咧，因為佢冇咗通道個 parallel 嗰個層面啊，即係佢要多啲證明啦，因為如果平衡嘅話咧就孖生兄弟咁樣啦，你要多一點去證明佢啫嘛。但係如果係三角形，佢可以任意咁擴闊嗰個嘅角度啊嘛，所以咧你等於兩條趨勢線啦，兩條趨勢線。如果兩條趨勢線向住唔同方向行咧，就叫三角形啦。無論佢擘開定收窄，總之唔同方向咧就叫三角形。OK， 三角形都有量度目標嘅，但係你要6點，分別咧下面一條趨勢線交叉圓圈，樓上一條趨勢線係交叉圓圈，即係自己市場，兩個都齊6點啦。你喺最快啊，唔係第7點，最快第6點就去 long 佢或者買佢。如果反轉嘅話，就可以 short 佢。OK， 所以咧睇你最快係第6點，不能夠得5點，得5點都 OK。你唔係因為三角形買啦，你因為線而買咯，係咪啊？因為樓上條線咪沽咯。但係有冇形態你要等多一點，有就最好啦，因為有埋目標價嘛。唔好話佢升穿跌穿嘅都目標價。有時你唔係唔捨得沽嘢，我唔係叫你 short 嘢啊，唔係叫你沽空。有時你唔係唔沽得。最好沽完個價之係跌咯，你明唔明啊？即係大家都明白呢樣嘢，最好買完之後係升咁解咯。所以咧，我唔係要沽空佢，一定起碼我知道啦。好啦，一樣啦，有量度目標嘅，但係嗰個量度目標咧就係嗰個三角形最闊嘅位置。嗱，最闊係幾時咧？唔係第一點啊，唔係呢度第一點，係第二點嗰個位。因為點解咧？第一點嘅時候咧，個三角形未形成；第二點嘅時候咧，就樓上樓下咧都已經叫三角形嘅最闊嘅位置咯。最闊位置 mark 上就係 H 啦，OK。咁你mark第一點咪好着數咯，咪鬼咁大咯個三角形，冇咁着數嚇。咁有個例子俾大家啦 ，Facebook 啦。咁 Facebook 咧其實就1點啦、2點啦，其實呢點應該要畫高啲嘅呢點，1點啦、2點啦，
或者係啦1點2點咧，你唔好話唔好話高啲，篤落第3點唔得，因為呢度穿咗，所以我寧願調高少少嚇，佢應該都中呢度嘅嚇1點2點3點係咪？樓下1點2點3點嗱，咁最快嘅就係第6點，第6點係邊點啊？就係呢點最遲發生噶嘛，即係你可以運用到呢個三角形去做任何策略，就係呢點，而呢點咧係 short 嘅 ，OK， 佢冇一定話落翻嚟下面㗎，係咪啊？但係睇下佢突破嘅時候咧，你就會要追啦。突破嘅時候話俾你，喂，我開車㗎啦，以後咧呢一段路咧呢一個區間價格區間，我未必翻嚟㗎啦，我最多 high 嚟，好似圓圈呢個位啦，你咪再買咯。但係我落翻嚟機會好微咯。你真嗱，我同埋未必翻嚟 retest 俾你買多次㗎，我一飛沖天咁去到目標價333個7毫6，啱唔啱？但係無論點都好，你要做嘅就係買咗先。因為咧入嘅機會好大，你餐都係咁做嘅時候，你仲要唔係得短炒技術分析，你仲有價值啦、業績靚啦，你咁多關去做嘅話咧，其實長期嚟講，你應該獲利嘅機會個勝算係咪大過輸嘅機會啊？係咪？咁成個情況就係 Facebook 突破咗啦，最尾目標價就係333蚊啦，佢可以即刻指示價第一，咁佢選擇冇，不過啦，佢上咗幾日之後咧，即刻有個呢個叫做射擊之星，遲啲會教你啦。咁你見到樣衰啦，陰燭嘅時候就樣衰啦，你可以走嘅。不過你記住，佢咁近嘅黑色線咧，你已經諗到啦，你會等黑色線先走嘅。如果呢個兩支呢個射擊之星形態高啲發生咧，我走都有道理。咁結果咧，你就起碼真係陽燭上翻嚟。但係如果都係陰燭嘅，我與人無人，我覺得我應該咧會有機會走咗一半，但係唔會走晒。但係我有機會第二支走嘅，唔第二支走咯。因為我最尾都係諗住跌翻穿三角形先走噶嘛，係咪？結果陽燭上嚟，你可能問係喂買唔買啊？開多次車，佢未必再翻嚟嘅，又可能會翻嚟7次嘅，唔知啊。最尾 boom 咁樣上去333蚊啦。喂，但係有個缺點嘅，三角形同下跌通道咧，同下跌趨勢線有個問題就係，你原先 set 指示個位係278蚊咁先算啦，因為佢流上條線落緊嚟噶嘛，所以咧你越 retest 嘅話咧，你呢個指示位就越跌。過咗由3月中去到6月嘅時候咧，你止蝕位就270蚊落到278蚊落到269蚊啦，係嘛？所以你同佢揼波中佢又唔升上去咧，下跌嘅即係三角形或者下跌通道咧，其實對你不利嘅，因為你止蝕位越嚟越遠啦，就冇咗上次頭先講嗰個上升通道啦，或者上升趨勢線嗰個好處咯。喂，咁反轉形態啦，就係一啲叫頭肩底、頭肩頂嘅形態。嗱，頭肩底、頭肩頂咧，其實我最後會同大家分享個形態。嗱，其他咩好多咩蝴蝶形啊，咩 U 杯形大病啊，一係咧就唔 work， 一係就量化唔到嘅。嗱，呢個咧都仲係量化到咧，我會同大家講。如果量化唔到，我哋冇用噶嘛，我哋就好容易沉醉於自己當時缺錢咧，你會見到形態嗰個自我信號，我試過好多次嘅。有時貪錢，你就會見到好多形態出現嘅，所以一定要量化到。連你個 friend 都見到，你唔怕走同佢講，喂，呢個咪頭肩底咯，買得噶啦，係嘛？你夠膽同你個 friend 講，或者你組入邊群組啊 Max Circle 講，係咪？你夠膽講嘅話咧，你個決定咧就係啱嘅決定，因為大家話係啊，我同意啊，你個球 wide open 射啦，唔入咪唔係咯 ，good ball，good shot。個問題係咁啊 ，OK， 好啦，呢個頭肩底頂仲係可以量度到嘅，聽下嗱，咁呢個嘅頭肩底咧。就係一個頭肩底頂就係咩咧？一個山字，一個山形嚟嘅 ，OK， 好似真係中文字一個山字咁啦。咁你一定咧有咁上下工整嘅，你唔會一個咁樣咁斜高低搏啦，又或者一邊正常搏一邊照微搏啦，係嘛？所以咧我有個規矩俾一個頭肩底嘅嚇，個規矩嘅。咁首先咧，呢個頭肩底啦嚇，即係見底出嘅。頭肩底就係個頭咧一定高過兩個肩先啦，你個頭咧兩個肩喺度啊，你唔會個頭縮咗去個肩上咗嚟噶嘛，係咪？所以呢個最起碼噶啦 ，OK 明啊？好，跟住呢個係我獨有嘅規矩，我發現咧逢親咁樣 test 咧，中個目標價機會好大，大好多，7成噶啦 ，OK？ 咁所以一定要睇住，如果唔係咧，你好容易畫咗一個你自己畫嘅山，但係冇人睇到係山字嚟嘅 ，OK？ 好啦，咁除咗咁咧，你記住呢兩個肩咧，左肩右肩，咩叫對稱咧？最差嘅情況啊！左邊係10日咁先算啦，個環係10日十支竹啦，右邊咧最多係20支竹以內 ，OK， 最好就係或者5支竹啦，即係5支竹呢邊10啊嘛，5支至20支，好闊噶啦。有時咧真係即係可能好長，你都當係嘅，咁啊真係三角形嚟嘅咯，唔係頭肩底咯，係咪三角形都好啊？有時唔係，好啦，價格 P 個 price，OK， 咁如果左肩咧嗰個高度係10蚊。右邊咧就5蚊至20蚊 ，OK，
2倍係極限，最好就係 1.5 倍。咁咧就係一個屬於完美嘅形態。你試下揾一揾，好多咧都唔係真係頭肩底嚟嘅。所以如果你冇咗啲 rules 嘅話咧，乜都係啦。你話加菲貓都得㗎，你話龍珠都得，比達都得㗎，係咪啊？Naruto 就得㗎。即係你唔好沉迷一個你淨係得你睇到嘢。你目標就係唔係我要我點石成金啊？係我哋通常個誤會係咩咧？個誤會就係我哋以為技術分析我可以控制個市，唔係。我哋要揾到唔同派別嘅都睇緊嘅形態，就即係越簡單就越好。阿峨眉派、少林派同空洞派都見到嘅，我跟隊嘅啫。我唔係，我係 nobody 嚇。我以前係咁諗啊，我以為你畫要條線指長跟住你，咁梗係邪術啦，梗係唔會啦。你要畫啲簡單、好有共識，一望咧多數人都識嘢嘅人都會望到嘅，一齊上啦。大家都知道10月、11月食大閘蟹，咁你呢個市場共識咯。唔係你話喂大佬話我2月食大閘蟹，啲大閘蟹變到新鮮啊嘛，2月唔 make sense 噶嘛。好啦，咁啊所以或者反翻轉1:2反翻左右兩邊都得。係同樣啦，我哋有條頸線嘅，即係呢個位呢條頸線升穿跌穿咧一樣有個 H， 你估下 H 幾多？就係啦，成個形態最闊嗰度，即係由條頸去到個頭頂呢度個 H 就駁上去。OK， 一樣咁篤嗱，唔使畫嘅三角形就兩條線啦。頭肩底頂咧，佢有得畫嘅，我教下你，但係佢唔使畫噶啦。我教你，即係你最緊畫條頸線，揾下先啊。頭肩底應該都見底嘅，實有 S&P 啦。冇恒指好，我哋睇下呢個恒生指數啦，係咪頭肩底啦？咁我就咁望咧，就其實好多浪都有嘅嗱，譬如咧好多見底都有嘅，因為咧佢都會有個我 Pro 今等陣會講啦嚇，波浪四浪上嚟，即係3、4、5由1、2，一定係咁啊！我畫多次啊！唔係一定啊，好多時都咁啦。3、4、5完晒成個浪，跟住見底咯，1、2、3上去嘛，1、2、3、4、5啊，咁呢度咪頭肩底咯。所以好多時見底見頂都有頭肩底頂嘅，唔係絕對有，係一個指引有啫。有嘅時候你冇得唔知咁解啫。OK， 咁呢個咪頭肩底啊。OK， 呢度咪頭肩底啊。好多嘅，我哋畫條頸線，點解唔需要畫個頭肩底頂？因為咧你畫條頸線得噶啦。嗱呢度啦，兩個嘅鎖骨位置篤落去。咁你全部師兄師姐咧、師弟師妹咧，全部就你講呢條線下面有冇頭肩底，你就見到有嘅咯，係嘛？都見唔到有嘅，呢啲都為咗視覺效果嘅啫。我話俾你睇啦，畫俾你睇下嗱，呢度咯，你畫去 left shoulder， 你跟住畫都冇所謂，靚啲咯，即係型啲咯，可以出雜誌咁咯。咁好多商業我同學員都係寫緊雜誌㗎，而家仲有基金經理都有幾個，係啦。咁上嚟咁啊頭肩底咯，咁就度咯。嗱，你一度到唔到咧？好似最尾好似到㗎。呢個到嘅好似真係22幾嘅，後尾到咗嘅，好都應棍。我睇一睇先啊。嗱，咁我度一度咯。嗱，個頭係咪高低過，即係叫低過兩個肩啊？正常啦，即係反轉咁解啫，個人倒豎蔥啫。好啦，跟住度下啲時間同價格啦。Price 你就目測都見到啦，係咪？個頸線落嚟，我解翻個磁石先。呢條頸線落嚟係咪？1200點係啦，呢條頸線落嚟。1600點，1比1.2、1.3，好正常啦。好啦，打橫嘅時間啦，就有個 date range， 由鎖骨篤去嗰個右肩升穿12支巴。喂，咁佢唔好6以下或者24以上得噶啦，一定唔會啦。咁咧佢就8支完美，咁啊度得啦。OK 明咯？度得，咁啊睇下伏住先啫，未升穿噶嘛，係咪？呢個位篤上嚟，我大概量到都量度升幅都2700幾點噶，掹上嚟。目標喺呢度，到咗，我記得呢度啦，係最尾222，我記得2200，我嗰陣時升級版講到口水都乾埋，咁啊唔使噶啦，以後你哋都識畫啦，係咪？跟住咧升穿咗少少，有咩啊？黃昏之星啊，6種陰陽燭咁啱到目標轉嚟，走得呢啲陰燭唔走，何來談得上喂落翻1400啊1200你都冇走貨都冇可能噶，係咪啊？
當然你唔係走隻2800啦，你係走咗咩騰訊啊嗰啲嘢啦啊，你美股、馬股咩指數一樣嘅啫，只不過越多成交就越準確。如果你可以多成交個恒生指數嘅，譬如美股啊、S&P 納指，更加準啦，黃金更加準，美匯歐羅最準 ，OK， 咁咧完全完美達標。嗱呢個功課過一陣就知啦，跟住跌落去啦，呢個功課留翻俾你啦。嗱再落去嗱冇用啦，呢條線一路穿插你見到啦，穿一次都3日嘅啦，其實冇用噶啦，你就 delete 得噶啦，所以我咪 delete 咗啦。跟住咧呢個最後見底呢度咧，好似呢度你遠少，呢個係咪頭肩底啊？呢度 OK， 你話俾你聽。嗱，用翻頭先嘅度啊，係唔係一回事？但係咧，起碼你見底咧都係有一個高低，低再低，高再高，一定係咁樣嘅。但係唔係符合頭肩底一回事？嗱，咁你一畫到好靚仔，我幫你畫埋啦。你又鎖骨度鎖骨，究竟我問啦，唯一問題咧就係你度個闊度啫。你睇到啦，高度啦、頭啦、肩都冇所謂，就係兩個肩嘅闊度係咪齊？一齊嘅時候，你睇下目標到唔到？交俾你 ，OK？ 好啦。咁咧，我哋就再去頭肩頂一樣啦，因為每個嘅形態都係㗎，你可以見底，可以見頂㗎，係咪啊？所以你真係談唔上一個嘅一個嘅頭肩底三角形都唔會有30% 啦。你跌穿就60，你唔會話跌60%、70% 冇反應㗎。今日起你買嘅任何嘢係一定算係及早，賣嘅任何嘢都係及早。唔會話哎呀升咗呢隻股票咩 Tesla、Nvidia 咩 Coinbase 騰訊啊升咗成倍幾啊，我都冇買過，冇可能咯。因為你冇留意佢，啱啱留意就得。如果你望開佢有殺日率，你冇理由畫唔到咯，嘢就係咪？咁但係好難啦嚇，師兄師姐先 Mac Circle 啊，可能你聽嘅時候都會有啦。好啦，呢個阿里巴巴啦，咁啊係咪頭肩底咧？係咪啊？咁首先度下啦，咁啊左肩右肩20蚊同埋23蚊 OK 啦。跟住15支巴同20支巴合格，咁啊度得量度標啦，1級2級度上去，到晒兩關，係嘛？賺2次，咁又係，你可以話覺得，喂，我呢度賺唔夠，下一關再玩都得。你最好就越早，你一路及住佢，你喺見底嘅時候咧，你咪一定有活躍緊咯，係咪啊？如果你合埋眼嘅，得閒1年睇一次嘅，咁你咪可能喺樓上第3個箭柱先睇到咯，甚至見頂先望到。吓，你如果拆晒所有線，升到咁靚仔，310蚊唔會跌噶咯，股王嚟噶，310先追，好多時都係咁噶，係咪啊？所以咧，除咗你有冇知識咧，你係咪一路活躍於喺投資市場，係好重要嘅。講緊每個月每個星期，你喐下啲線，睇下啲喺 Mac Circle 傾下，有冇啲抄下，喺我度升級版抄下 ，OK？ 跟住每一日就係望有冇一陽燭，到咗未，轉咗未 ，high 到有冇轉勢，嗰1、2日活躍啲啫嘛，好多日子都係 pass no action no action。係咪？我升級版都係咁啊 ，no action 嘅只係應該90成嘅，係咪？好啦，形態分析咁啊，趨勢線單獨咧有冇搖擺交易，即係 swing 出嚟上上落落嗰隻啦？冇。同埋如果下面嗰啲有冇話 guarantee 你中樓上就中樓下，中樓下就樓上冇。不過你可能可以有搖擺交易，因為你有個上下限，好似波子咁彈嚟彈去啊嘛。但係佢未必彈到兩邊嘅，等於你玩嗰啲 air hockey 啊，你都未必一下夠，我啲細路仔未必一下夠力去到對面㗎。係咪啊？所以去到中間停嘅，你要伸多隻手落去㗎，係咪啊？我未必達到，不過突破交易咧，全部都做到嘅，即係破位嘅時候追啦 ，set 翻止線；破底嘅時候沽啦 ，set 翻一個買翻入嘅位 ，OK？ 咁量度升幅咧 ，too bad 啦，趨勢線冇，最好就係通道三角形頭肩底頂係最好嘅。嗱，有邊個形態或者線咧係對於買股票即係 long 咧係有利啲咧？你可以停低諗一諗。就係上升趨勢線同埋上升通道啦 ，OK？ 或者係條頸線升緊嘅一個頭肩底 ，OK？ 有咩咧係對呢個買入股票或者 long 係不利嘅咧？下跌趨勢線、下跌通道同埋三角形本身 ，OK？ 咁你呢啲形態咧就 short 佢係好啲嘅，明白哦？因為你嗰個止蝕咧就應該越嚟越近嚇，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到，用下你會明我講乜噶啦。反正講翻嚟嘅第7堂咧，我哋教陰陽燭轉勢，頭先講嗰個 tick 啊。係點樣 identify 咧？簡單哦，咁之後咧其實就好簡單噶啦。咁啊，希望 Pro 或者 EP7 見大家啦。咁啊，今日咁多先。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 Pro 嘅環節咧 EP6啊。咁呢一堂咧係可以你一唔留心係成為最亂最深嘅堂，而你留心嘅話咧呢堂係好容易過啫。嗱，我建議大家咧，如可以考慮下
即係同 EP7 一齊睇嘅，6同7咧同一件事嘅。如果唔係嘅話，你要預咗 EP6嘅時候咧係一個 concept 啊，即係好似我教你玩三國殺咁，我成日講三國就係因為我真係咁嘅經驗咧。教咗你，但係唔俾你玩。我教你玩撲克，但係唔俾你玩嗰個階段啊。EP6 就係咁啦。EP7咧，你就會好爽噶啦。OK， 所以 EP6 完咗咧，有感覺係正常。OK， 我當時咧都係咁樣嘅。OK， 嗱，今日就要講咩？咁巴閉就係波浪理論啦。係睇翻骨幹圖咧，係一個嘅技術分析最宏觀嘅部分，就係咧我哋價格啦計完咗啦，即係知道要買乜噶啦。跟住咧我去睇時機啦嘛，睇時機咧成個技術分析配套咧。波浪就係第一步。嗱，波浪係乜嘢咧？好容易解釋唔到嘅話，或者解釋唔清楚嘅話，你會覺得係好怪、邪術啊、無稽啊咁樣啦。又同埋咧，我都戴頭盔啦。我係學咗兩派嘅波浪啦嚇，差唔多05年開始啦。咁我係講緊係82定律嘅，即係我唔會去到咩睇天文星象啊，又鑽研啊，又會覺得波浪可以睇到88年嘅嘢啊。我係見到就食，見到就做嚇。如果見到轉勢游走咁嘅情況嚇，所以咧我會簡潔啲，我唔會話你乜嘢指數乜有逢有價格嘅都會 check 到。你勁嘅話，88年前應該知道，我冇晒呢啲嘢嘅。OK， 咁唔係代表佢哋唔啱，但係我唔得閒搞咁深嘅嘢，所以咧我會教嘅嘢係會比較上係。叫做practical 啲咯嚇，實際啦，見到得做嚇咁，同埋我都會參考翻基本分析為主先嘅。OK， 咁當嗰個技術分析最有效嘅時候幾時咧？就係基本面冇改變嘅時候咧，技術分析係最有效啦。記住呢樣嘢啊！嗱，咁我要講一講比喻咧，大家知道波浪理論咧嗰個嘅情況嚇係點樣用嘅嚇。其實波浪理論咧，技術分析有3關嘅。波浪理論第一關咧就係。你假設咧，突然間喺個森林醒咗迷路咁樣啦嚇，即係暈咗迷路，或者突然醒唔知發現迷路啦。你第一件事要諗住咧，其實離開呢個森林啊，係咪？第一件事咧，你其實要有個方向。嗱，就唔係幾耐呀？即係幾時我出到去呀？邊個位你唔知，你一定要知道方向啱先。譬如啦，你知道你而家喺東面，你向西面翻到屋企啦，你望太陽咪得咯，係咪？咁或者指南針啦。咁所以咧，波浪理論咧就話俾你聽個方向啫，所以好容易覺得喂，又唔知幾時買，又好似冇用咁，梗係啦，因為佢有個大方向嚇，因為大方向咧而家見底未？而家見大底啦，而家見大頂啦，而家3浪轉4浪，即係3浪急升，然後之後可能會奇形橫行啦，你都知道嘅嚇，但係你唔會知道嗰一日幾錢入邊一隻嘢嘅。OK，呢個要知道啊。但係我想問啦，冇咗方向嘅話咧，你能唔能夠去到出口啊？唔得㗎。你冇方向行錯嘅話咧，你完全9萬幾公里行之後咧，先知相反都得嘅喎，係嘛？所以方向咧係第一步要知道，第二步你要知道就係行幾耐嚇咁啊。所以形態分析咧就係話你行幾耐，即係啱啱 EP6教啲目標價啦嚇，或者即係呢啲就行幾耐咯嚇。即係你行啱方嘅啦。第二個問題就係行200公里，係咪？第三個咧就係睇個 sign。睇個結局啊嚇！你行200公里倒啦嚇，倒啫喎，再有起碼行200公里，冇話201公里啊！200公里倒到目標啦，你就會見到個牌個 exit sign 就轉咗。OK， 第三步，所以咧呢個 exit sign 咧就係陰陽燭同技術指標。咁啊喺呢個嘅 FIRE 咧，呢啲簡單嘅喺 FIRE 咧嘅課程入邊都會教噶啦。3部曲行啱方向，行幾耐個 sign 係要做嘢個 sign 買定賣個結局。咁轉翻嚟咧就係講緊個見底見頂嚟啦。咁嚟緊會見底會升幾耐啦？見頂會跌幾耐啦？跟住去到目標要轉勢走啦，或者目標轉勢買啦，呢個位置見到咩陰陽燭 pattern 咯嚇，所以3樣就係來去都3樣嘅啫。而波浪咧係重中之重。再提一次，你行錯方向咧，你行200公里定2000咧都冇用噶啦，係因為你錯咗方向。而股市咧仲簡單，因為森林咧係 all rounded 嘅360度嘅，股市只係升嘅跌嘅啫嘛。係咪？所以咧幾個段落咧，我同大家分晒8個啫，1、2、3、4、5浪 A、B、C 8個係80% 波浪咧，你都用到嘅1、2、3、4、5 B、C。咁所以咧唔使上24堂啊、30堂啦，咁呢一兩堂咧2個 pro 夾埋咧2個鐘啊。OK， 咁會解釋晒80%你知嘅嘢，係最直接噶啦。我相信啊，我咁多年咧，我用嘅比喻我教到好多人啦。OK， 應該你係 capture 到，所以我幾肯定咧，就係你有冇留心咯。好短時間，可能唔需要1個整個鐘添。OK， 咁我今日記住係提 concept 啊，所以要有啲conceptual 嘅嘢，所以你一定要睇埋 EP7咧，
即係你先會咧可能有啲實際嘅部署嚇，所以唔係正常嘅。如果你睇完之後好似好 conceptual 咧係啱嘅嚇。好啦。咁我哋咧呢一節咧就會講自然科學定律、波浪理論個規矩嚇，即係點玩呢隻 game 有咩規矩嚇？鬥獸棋咩有咩鼠食象啊呢啲你要知道啦嚇，唔可以改規矩嘅，就係咁樣。咁我哋咧重溫翻啦技術分析咧或者講一講技術分析咧，其實咧係一啲嘅形態分析做趨勢啦，技術指標做輔助啦嚇。如果基本面轉咗咧，其實咧係可以轉晒成個波浪嘅，唔係波浪主宰咁多年嘅經濟啊，千祈唔好誤會啊！咁我哋會講下背景啦，一啲嘅心得啦同例子嘅。嗱，波浪理論咧其實係艾略特即係去研發出嚟嘅。咁啊由佢徒弟咧小羅伯特咧發揚光大嘅。咁啊即係我以前拍 YouTube 咧有本書啦，3本我去睇書咧，其中一本紫色嗰本就係艾略特波浪理論啦。咁其實咧佢就係演變from道氏理論嘅。道氏理論咪牛市1、2、3期嘅，熊市1、2、3期嘅，咁佢咧就變咗牛市即係牛市就1、2、3、4、5咯，熊市都係3期，不過叫做 ABC， 將佢分做名。所以見到呢個圖咧1、2、3、4、5 ABC 咧，就係佢話所有嚟記住，所有嘅外帶者波浪外帶者就係有價格嘅都係咁走啦。總之1、2、3、4、5 ABC， 你有種嘅 character 即係嗰個 character， 即係嗰個咩可以分到類，佢而家係3浪。咁你就巴閉啦，即係之後仲有個4嘅橫行浪，有5破新高，嗰下咧就玩完就 ABC 啦。OK， 如果你覺得喂跌到幾時啊？你夠膽話而家係 B 浪，咁即係呢個咧唔係見底喎，係反彈浪，之後插多下咧，嗰下就買得啦。咁所以咧，我哋係鬥咧，知道個第一，我哋知道點 plot 出嚟先，即係個規矩唔可以犯規，唔犯規就 plot 得 ABC plan 噶，我諗 A、B plan 得嘅。OK， 第二就係話，當你 A plan 或者 B plan 到啦，進入咗嗰個計劃嘅時候咧，你係鬥準確去睇到而家似4浪定似2浪，咁你所以1、2、3、4 ABC 咧，你咁樣循環咯，1、2、3、4 ABC， 1、2、3、4，理論上啊，長期嘅股市啦，或者一個嘅升勢咧，係一浪高一浪嘅嚇，即係熊市之後其實都唔會低過上次熊市嘅，多數係啊嘛，所以1路1、2、3、4、5 ABC 咁樣咯。嗱咁大概你都知道啦，所以佢話任何嘅圖啊，你開出嚟咧都可以見到升浪咧，大升浪見底。見到見頂咧就係5橛嘅升跌升跌升，任何嘅熊市都係3段 ABC，OK， 咁你去睇得多咧都真係似嘅，都真係似嘅，OK。咁問題就係咧，你點樣喺實戰時候變陰陽燭畫到條線咧？去到最後俾個練習你，咁啊完咗啲 EP6 俾你停一停啊，你可以睇翻 EP7，跟住啊，好啦，咁我解釋下啦。咁我哋咧1、2、3、4、5咧，我哋叫順勢浪或者推動浪，咁啊ABC 叫逆勢浪或者調整浪。嗱，點解唔叫升浪跌浪咧？好簡單，因為唔係所有有價格資產都係主要個浪向上升噶嘛，係咪？佢可以主要個浪係向下跌噶嘛，係有啲股票好垃圾嘅，主要個浪向下跌噶嘛。貨幣佢唔一定一路升噶嘛，佢係相對噶嘛，可能橫行啦或者單邊跌都得噶嘛，係咪？所以咧趨勢浪多數當然啦，我哋90幾%散戶買嘅咧，其實咧都係股票向上升嘅股票，係咪？所以我哋可以當佢係升先，不過留意啦 ，keep in mind 就啦，1、2、3、4、5唔一定向上升嘅，主要嘅推動浪咁解啫嚇。不過多數係升，你當住升先都得，係嘛？OK， 1、2、3、4、5就1 ABC 咁樣咯。OK， 好啦，嗱咁深啲咯，有兩個深嘅位，呢個其中一個，有兩個深嘅位，記住留意，重複再重複聽。OK， 嗱，有浪中有浪。OK， 聽住啊。咩叫做浪中嘅浪咧？你會諗住啦，1、2、3、4、5 ABC 1、2、3一路無止境咁去咧，唔係咁樣數嘅。OK， 浪中嘅浪意思咧就係咧，你會數緊呢個1、2、3、4、5呢個浪咧，即係譬如呢度咁啦，1、2、3、4、5嘅字浪咧，其實 zoom out 咧係一個阿媽一浪嚟嘅，阿媽一浪嚟嘅。OK， 跟住咧阿媽二浪咧就有個 ABC， 跟住阿媽3浪、阿媽4浪、阿媽5浪，跟住咧阿媽 A、阿媽 B、阿媽 C， 見唔到啊？所以咧，佢有浪中。如果你再 zoom 遠啲嘅話咧，成組嘅阿媽1、2、3、4、5咧，就有個 grandma 嘅一浪 mega one 同埋 mega two ABC 咁樣。OK， 所以啦，你諗下就 make sense。好似你照住塊鏡，你背脊有塊鏡，好似無窮無盡係可以延伸嘅。咁佢 make sense 啊，咁你就可以能夠咧睇小時圖又有嘢啦，睇周線圖、月線圖又有嘢咯。OK， 所以咧我就普遍咧絕大部分情況都係數日線圖嘅。如果數3至5年咧，我就變周線，月線應該冇可能噶。
OK， 應該我都唔會數啦。小視圖唔好嘥氣啦，小視圖畫線算啦。OK， 所以咧我會覺得日線圖係最主要你要用嘅嘢。咁你日線圖咧就可以咧就變咗3重咯，最多係可能阿媽、阿仔、阿孫3重就算數啦。嗱，咁我再講一講啦嚇，解釋啦。咁如果咧呢個成個一浪咁由頭到尾叫一浪上升啦，咁一浪咧佢個升勢咧就係有嗰個睇先啦。嗱，呢度聽清楚啊！一浪成一浪升勢，咁有幾浪咧？一浪咧有1、2、3、4、5浪嘅。OK， 一浪有1、2、3、4浪。如果佢跟住發生個二浪咧就係 A、B、C， 總之就咁。OK， 咁啦，如果我哋再 zoom in 咧，就會見到佢每一個浪嘅特質，我哋就能夠咧每一個浪都見到子浪嘅，即係咁講嚇。咁啊入邊嘅子浪一浪咧，佢入邊又有5個浪嘅。咁二浪就3個，點分咧？1、2、3、4、5有點分有5個浪、3個浪咧？記住啦，推動浪就有5個浪。調整浪就得3個浪啫。喂，點樣分佢推動浪咧？呢個阿媽級嘅上升最大嗰個 mega 上升一浪啊嘛，係向上噶嘛，係咪？1、2、3、4、5叫子浪啦。邊個子浪咧？個方向同阿媽一樣嘅，咁啊叫順勢浪，叫推動浪咯。就順住阿媽個勢一樣方向，佢就有5個浪。OK， 如果逆阿媽二嘅就3個浪。OK， 嗱聽清楚啊。OK， 因為一浪嘅 mega 浪係向上升。佢子浪咧1、2、3、4入邊咧，邊一啲嘅浪咧係同阿媽一樣方向，乖仔就順勢浪，孝順啊嗰隻順啊，順勢就5個浪。咁你就應該要揾到5個子浪，揾唔到即係數錯咗，亂咁 plot 係咪？如果逆阿媽二就應該3個浪，咁你就會知道啦。如果上升有5段浪俾你玩咯，調整嘅買得嘅，不過你等3段浪出現咯，係嘛？就係5段啦。OK， 咁啊結果咧順阿媽二嘅就1、3、5啦，啱唔啱啊？咁1、3入邊咧都有1、2、3、4、5咯。3又1、2、3、4、5啦，5、1、2、3、4、5啦，係遞緊咧，你有呢啲規矩先至能夠更加肯定你數嘅浪係大家都見到嘅浪，因為波浪派就係咁數浪啊嘛，係咪啊 ？OK， 你盡力去試啊，就算哎呀唔知講乜你唔用啊，唔使用住嘅，唔好，你今次甩碌咧，我線下見你咧，你甩埋碌噶啦，即係線下教深造波浪班你嚟都冇意思嘅，但係你唔甩碌嘅話咧，由 EP7 開始你見到咧，黃金、Bitcoin、天然氣、石油咩？S&P 冚唪唥中晒比率反彈嘅，係冚唪唥啊！因為你唔係講世界股啊，越大資產，好似 Fire 啱啱 EP6 講啦，越多成交量嘅就越易捉到呢啲浪，忍埋落去，一定俾個機會波浪理論，係啦，因為我都俾機會佢，我唔係冇腦啊，唔係亂跟噶嘛，係咪？咁啊，你變咗教咗玩 concept 先，呢次唔係三國殺，唔係鬥獸棋，你一定要玩呢遊戲，一定要玩 ，OK？ 好啦，咁啊二浪嘅話就係逆市嘅，阿媽係升。大佬阿媽係做差人，佢做賊咁樣咯，係咪？咁啊一個升一個跌，二浪就二五仔嚟嘅，係咪？咁佢就3個浪，3個浪叫 A、B、C， 總之調整親就 A、B、C。咁你就唔好等5個浪喎 ，A、B、C 你見到明顯或者我之後下一堂教你乜嘢叫二浪嘅底點度咧，你就要買翻啦。因為呢個底如果2嘅話咧，佢唔會穿呢個一浪底嘅。OK， 好啦，3浪就1、2、3、4、5啦，順佢2噶嘛。4浪係咪又係 A、B、C 啊？因為佢逆阿媽2噶嘛。5浪就順勢嘅。嗱呢度唔係問題。問題咧喺呢度啦，二浪咧，二浪插落去，當阿媽二浪啊，當阿媽個 mega 浪係向下啦，聽清楚啊，我聽清楚，搞埋呢度咧，有2個大問題啊嘛，搞埋呢度咧，第一個問題搞掂噶啦 ，A、B、C， 請問邊啲浪咧，或者邊一個或者邊啲浪啦，係順勢浪，邊個係逆勢浪？順勢浪就5個浪，逆勢浪3個浪，OK？ 嗱，順勢即係同阿媽嘅方向啊，俾 tips 你可以慢慢諗下 ，pause 就得。係 A、B、C 二浪係落㗎 ，A、B、C 邊個方向係同阿媽一樣，佢就跌出有5個浪。係答案係 A、C。A 同 C 都係向下跌嘅。吓咩升跌咧？總之阿媽方向係向下，嗰個仔嘅方向同一樣就叫順勢浪。二浪係向下 ，A、C 就係都係向下，佢就順勢浪。5個浪 ，A 有1、2、3、4、5完成 A。上升嘅 B 咧，佢就逆阿媽二啊，因為阿媽係做賊 ，B 係做差人，咁佢咧都係得3個浪啫。A、B、C， 你就見到啦，得3個浪，然後跌嘅話咧，就係反彈浪，逃生門嚟嘅，就唔好諗住見底啦。同埋你淨係見到 A 發生得 B 嘅話咧，你就都未有 C 發生，你都無啦啦估佢見底咧。幾個 tips 俾你嘅，咁你等到1、2、3、4、5嘅 C 浪咧，你係呢盡量喺呢度買嘢 ，OK？ 咁啊，如果 A 都買得嘅，你當反彈咯，係咪？但你要知係反彈同見底兩回事嚟噶嘛。係有時反彈，但嗰啲咁多一個陰燭都冇晒噶啦，幾難玩嘅。
咁所以你明唔明白？你就見到佢哋每一個浪仔嘅 character 係乜嘢咧？你就能夠做到唔同嘅部署喺入邊。譬如4浪最多揾到形態嘅三角形啊、長方形，係咪？係3浪最多裂口嘅，升得最急嘅。你2浪尾啊或者3浪頭唔買嘅話，呢段升勢好快冇咗，成交最勁係佢。好多個浪都有唔同特質嘅，等陣慢慢講嚇，或者第 EP7 都會講埋噶啦。係好啦 ，OK， 咁啊呢個唔明咧，記住睇翻之前嗱。由於啦，我哋浪中有浪啦，所以咧有啲巨浪有1浪有2浪，咁即係推動1，跟住2浪就係調整浪，一加等於2個浪嚇。跟住啦，1浪入邊有5個浪子浪啦，2浪入邊有3個子浪啦嚇，咁啊5加3等於8啦。嗱咁一路拆落嘅時候咧，你要見到咧89啊、55啊、44呢啲都係叫神奇數字咯。咁啱同大家講講啫嚇，有時會話144天就見頂啊咁樣，你做個參考啦嚇。OK， 好啦，咁啊頭先講到啦，你總唔可以將阿媽阿仔咁樣係咁叫噶。formally 嘅寫法咧就係有阿拉伯數字咁樣由頂去嘅，譬如呢個grandma 啦。grandma 咁樣寫啦，第2行咧就係阿媽啦，第3行係仔啦，第4行係孫咁樣咯嚇。咁我通常用3格就算嘅，咁睇到頭都暈啊。但係一定要 label 咯，就算你唔好背呢，你未寫雜誌嘅嗱。如果個同學真係寫個經濟周數浪啊，結果錯噶 ，OK， 咁我真係打翻俾佢，你唔好影衰我大佬，係咪？但係你唔係寫雜誌傾嘅話，咁你起碼 label 翻好唔同嘅括弧先啦，係嘛？即係你唔好口同人講嗱，我覺得而家就3浪嘅4浪嘅5浪嘅3浪咁樣。咁你同學就會約出嚟，不如去城大見啦，我想打呢一錘啊咁樣，OK？因為好多同學咧真係去城大啊、港大咧揾張台去一齊做功課，即係仲有好多嚇。好啦，咁啊，我再講埋4個規矩，咁你就能夠咧開始喺一個圖入邊，最好揾啲商品外匯啊，咁你就喺圖入邊能夠畫到個浪。而家你應該呢堂完之後咧，我畫俾你都明嘅，但係我想你自己畫到嘛。OK， 有4個原則唔犯規，啲子浪又齊嘅嚇，唔好你數唔到5個浪3個浪啊，即係呢兩一得咧，你就好可能咧呢個浪唔係 Plan A 就 Plan B 噶啦嚇。你唔犯規嘅話咧，都好少，即係唔會有好多浪俾你去估嘅咋，得2、3個俾你揀嘅咋嚇。第一個數浪原則就係你見到張圖，係1、2、3、4咁上去啦，係咪？但係你見到張圖啦，你數1浪，你定嘅咋，唔係市場，你覺得呢個1浪，結果個價穿咗底嘅話。咁啊，2浪嘅終點不能夠低過1浪起點啊，即係2浪唔想穿頂，好 make sense啊！1、2、3點1 high lows 嘛，你2浪跌穿個底嘅話，咁點啊？咁你咪數錯浪咯，咁你點改啊？你諗下，有去 pause 嘅，結果咪由頭數咯，呢度先係1咯，呢度一定係 B、C 嚟噶啦，明唔明啊？你無啦係 B 屎忽痕咁，嗱有機會嘅，因為 A 浪好耐啦，你而家睇好簡單啦，你每日經過咧，覺得 A 浪係發生晒 A、B、C 嘅。其實你分清楚 A 浪係5個浪，總之 A 浪咧，你嗰個跌浪係3個定5個浪係分到。如果5個浪咧，分分鐘仲有個 B、C 落去。如果嗰個跌浪咧係齊晒 A、B、C， 即係得3個浪嘅，有2個可能。第一 A 未行完，第二 A、B、C 已經行完，你一定要睇埋錘頭嗰啲慢慢夾。下堂會同大家即係做啲即係深入啲練習啦。總之你點 all by all means 你點估都好，總之咧。都係低能噶啦，你個2浪你啱之後價格跌穿個底，你一由頭數噶啦，呢個先係底噶嘛，係咪？1、2、3數過咯，呢個簡單嘅 ，OK？ 規矩1，有4個規矩啊，係規矩啊，一定唔可以犯規嘅。好啦，第二啦，推動浪中子浪3浪咧不會是最短，係不會啊。嗱，留意啦，咁呢咧我話子浪3浪咧係咁嘅啦，1浪、2浪、3浪，3浪咧係最多人玩，機構投資者入，成交最多，所以咧係升得最急最長，通常係。有裂口係最多嘅，我喺裂口我下堂講係一啲 character 嚟嘅，你要分到嗱。但係啦，我冇講到3浪一定係要最長，OK？ 聽住啊，3浪唔可以最短啫嘛，因為通常佢都唔係最短啊，通常佢係最長，但係唔係一定要最長。OK？ 我講一次啊，3浪不會是最短，冇講過係最長，但是它通常是最長，明唔明白 ？OK？所以咧，我睇翻呢個右邊例子啦，1、2、3短命種咁樣，4、5咁樣咧，又係你數嘅啫。咁所以規矩咧係個提示，你咪又係數錯咗咯。點解咧？你諗下，你 pause 呢度咧係令我最棘嘅，呢個第2個棘位啊，完咗呢度咧冇問題噶啦，波浪你都學完噶啦，係
如果你數任何浪咧，一浪、二浪、三浪，嗱以 Y 個價格去計啊，一浪係10蚊，三浪係9蚊，咁冇可能啦，係嘛？五浪係20蚊都冇用，因為你一定係最短嘅三浪。你呢個就要改數法，因為你數嘅啫。見咗題你錯咗啊！如果你數得啱嘅話，三浪點會短到咁啊？數錯啦。通常咧，我俾 tips 你點樣由頭數過改數浪咧？通常咧，我俾 tips 你咧，你就係數緊子浪，你數緊唔同台，你數緊阿媽、姨媽嗰啲，突然間數低咗一級啊 ！OK， 嗱個結果就係咁啊！由頭數咧，呢度可能要聽幾次嘅，因為我真係聽咗幾次，我算蠢嗰班，蠢嗰堆啊！OK， 1、2嗱呢個括弧尾嗰啲啊，1、2你數緊咩咧？你數緊子浪嘅三浪入邊啊，1、2、1、2，即係你數緊1、2、1、2、3、4、5，係所以有同學會答由頭數，但係呢度點？佢冇跌穿低位喎。其實咧呢個係阿媽1、阿媽2，你數緊咧阿仔嘅1、2、3、4、5，然後先阿媽3啊，明白？有時咧我哋睇啲圖咧，頭先講咧睇日線圖咧，而家睇翻冇問題啦。你當身在其中咧，你好容易睇得越嚟越細，越嚟越細嘅。你有時用埋小時圖去數添，咁你開頭時候睇日線圖。你數到阿仔嘅時候咧，睇小時圖，咁你會唔會撈亂咗啊？其實 tips 話俾你聽就係，如果嗱而家真係見底 high lows 噶啦，而家咧而家話俾你聽有排升啊，唔係你咁悲觀嘅。而家你數緊阿仔，你抽咗三浪嗱姨媽大姨媽、二姨媽，你數緊三姨媽嘅大仔細仔攞咗出嚟啊，你明白？所以咧通常咁嘅情況咧都係1、2、1、2咯，你數緊子浪出嚟，你唔係數緊母浪。即係話俾你聽咧，升勢咧係較為長嘅。嗱，你話喂唔係喎，有時即係你咁樣算好嘅方法數啫。如果唔好嘅話，即係佢會唔會跌翻落嚟咧？其實都唔會嘅，因為你1、2、3、4、5，我當你咁數啦，其實都見底啊。你3隻腳出咗嚟喎，佢唔係跌穿緊落嚟喎，係嘛？所以你應該都話俾你聽，你係數得悲觀咗咁解。OK， 你就由頭數1、2、1、2、3，即係意思你可以 zoom out 翻啲數咯。或者分翻開你而家數嘅仔咯，阿孫咯，係咪？好啦，嗱呢個要諗諗啊，要諗諗啊。好啦，第二個4浪終點不應超越2浪起點，一樣嘅啫，嚇都係深，不過同頭先道理一樣。1、2、3、4浪啦，呢個4嘅低位不能夠跌穿個1浪起點。當然啦，如果數得啱嘅話，3嘅咁頑強，咁多人入市，好地地啊，唔做晒5個浪嘅話，無啦啦呢個4浪落翻嚟俾你買咩？係咪啊？如果落翻嚟俾你買啊，咁死梗啦！呢個就唔係1、2、3啦，係 A、B、C 啦，係咪啊？落翻嚟嘅話，咁所以咧，大家分得3定係 C 好清楚啊，要啊。好啦，咁呢個例子啊，1、2、3，哇，3就短啦，4浪已經穿咗嚟啦，肯定啦，係咪？咁點算啊？點改數法啊？你可以停低諗一諗喎。好，咁翻嚟啦，咁咧結果就係又係一樣道理咯，你係數緊阿仔咯，1、2、1、2、3，咁你可以避開個犯規咯，而事實唔係就係為避而避，而事實上你真係有機會抽咗阿仔出嚟。如果呢又係嗰句啦，如果呢個自欺人嘅話，真係個市係反彈跌過咧，1、2、3就插落去噶啦，唔會有第5升上去噶。呢個一係5浪，一係就3浪嘅3浪。OK， 如果真係落去嘅反彈 A、B、C 就插落去嘅啦，係咪就穿晒底嘅啦？唔係代表唔發生啊，咁你咪將每個底做止蝕位置咯。如果呢個5浪7個浪得㗎，9個浪得㗎，跌穿上一隻腳嘅低位，咁你走咗啦，係咪啊？所以你有 A、B plan 係好正常。我等陣會講嘅 A plan 係數升嘅 ，B 一定數跌，係咪？因為 A plan 嘅你數升，你就已經 follow 咗啦，做晒啦，你冇嘢做㗎。你要做嘅咧就係、當要轉 plan 先做嘅，譬如 B 跌穿嘅時候，你知要走人啦、減持啦、take profit 啦，係咪？如果一路 A 嘅話，你冇嘢做嘛，所以你冇得冇 B 嘅，係咪？如果 A 係跌嘅話，咁你 B 就要幾時唔係你嘅諗法要追翻貨噶嘛，係嘛？所以咧呢個 A、B pair 啱嘅，你咁諗啱嘅嚇，所以諗晒兩邊啱嘅。好啦，第4個原則啦就係啦，簡單啲啦嚇，4浪嘅2浪同4浪會有唔同形態調整浪嘅出現啊。通常咧，我哋有2個調整方法嘅，一就係價格調整，一個就時間調整，兩個都好辛苦嘅。價格調整就輸錢，4浪調整就輸時間，坐艇啊，即係意思係咁坐艇好過輸錢嘅，我諗嚇。但係有時都坐艇都唔好過啦。咁所以咧，佢通常以唔同形態發生嘅，一個就價格急跌，一個就橫行。通常係咩咧？記住啊，所有堂都記得噶啦。2浪咧，啱啱起第一個調整，2浪通常急跌，因為懷疑啊嘛，紅牛市二期咁啊，唔係升嘅，冇成交啊嘛，班人沽啦，都話跌噶啦，所以急跌係機會大嘅。
當三浪買晒嘅時候咧，成班人托住你啊，佢爭在入多下貨啦，或者要推多下上嚟先賺錢啦。四浪嘅調整通常係橫行嘅，唔會落翻嚟俾你買嘅，通常係啫。OK， 咁但係唔可以話一個原則或者規矩啦。通常係二浪急跌，四浪調整啦嚇。咁所以四浪咧用時間調整，多數咪有長方形咯、三角形咯，係嘛？就有量度目標咯嚇。EP6 嘅 fire 講到啦。嗱咁呢一個咧，我想俾啲做個功課嘅嚇。講之前咧，我想講一講啲心得先。第一，睇翻宏觀嘅波浪形態，先至 zoom in 睇翻子浪齊唔齊，一定要齊。OK， 但係你係咪要好似波浪理論教你話子浪、孫浪，你 zoom 到秒鐘圖你都數到嘅？如果你勁嘅話 ，sorry， 我唔勁啊，我冇時間搞咁多。我大概有個呢個位，到下堂教618有錘頭埋得咯。即係總之，我知方向行200公里，見到 exit sign 就得啦。我唔使再睇嗱 exit sign 咧，嗰隻紅色字係咩字筆跡啊？用紅色定藍色啊？唔使理，我大概係咁我就 exit 嘅，因為我趕住翻屋企食飯。OK， 你明白？咁呢個就同我坊間你即係教好認真咁，即係會幾嘥時間。你自己諗嚇。咁第二啦，觀察咧有冇特定形態啦嚇，譬如四浪有冇三角形啊、長方形啊？咁有時有，有時冇啦。第三幾重要，三四係最重要嘅。三，第日你會好叻嘅。記住，永遠都用簡單嘅數法畫三角形啊，啱 EP6 教嘅都係嘅。越簡單，市場就越容易同你一齊睇到。你越複雜嘅話，就越冇人睇到。最尾得你自己上車，架車就唔開，得你孤零零喺車度坐艇噶啦。OK， 咁啊第四就兩手準備。你有冇識啲人咧就話，唉，整定嘅，乜都唔使做噶啦。又或者唉，我買咗咁啊唔使諗 Plan B 噶啦，因為係你就係你嘅咁樣。或者話得㗎啦，唔會咁巧啩？即係我諗你身邊都識唔少人嘅，佢哋就係有唔同藉口去唔做 Plan B 咯。咁我啊唔好理解呢個心態點嘅，我 Plan D 都有啦 ，Plan F 都有啦。波浪咧就要戒㗎啦，因為咧頭先講到咧兩手準備就係你有 Plan A 係向上升嘅 ，Plan B 唔可以向上升，一定要向下跌。等於你揸車咧 ，Plan A 就向前行啦。你其他 Plan B 望定嘅方向 ，Plan B 就望到後鏡㗎啦。你冇其他方向望，冇理由你倒後鏡向翻前㗎嘛。即係你所有心機倒後鏡啦、camera 啦、眼睛全部望前，倒後乜都唔望㗎，唔 make sense 咋。咁你望過倒後鏡做乜嘢咧？如果你揸車揸得耐，倒後鏡係萬一啊嘛。我試過人生2次啊，試過就係因為我倒後鏡有一啲短期 memory， 應該揸得耐車你要知啦。你會記得嗰一剎那左線係冇車咧。如果真係逼得好犀利，我試過2次咧，就係扭去左邊或者扭去另一邊咧。咁啱啱嗰架車我記得係冇人而避過一劫，我唔知撞咗會有咩問題，但係我呢兩個印象最深刻。你去投資股市咧，都係導航，你一定咧要知道倒後鏡係點樣用。倒後鏡咧係用你Plan B 嘅時候，譬如你順風順水一路上升嘅話，梗係想賺錢啦。但係總係會有 exit 情況，順風順水一路向下跌啊，個市場都講跌啦，但係一定要諗升啦。你倒後嘅時候，你要望翻前，呢個倒後，你想望翻前要㗎，係咪啊？所以咧，兩手準備係需要嘅嚇。咁第5咧就係配合基本分析，都同樣重要。技術分析記住喺基本面冇改變嘅時候係最準。當基本面轉嘅時候咧，唔好好似即係我唔會好似好夾硬咧話，波浪點解數唔到㗎？點解唔轉 plan 啊？點解一早唔知道啊？其實咪睇住轉咯。技術分析嗱，基本面咧就好多時都 work 㗎啦，好多時都準嘅。佢缺點就係短期技術面，技術面咧就識搬龍門，冇錯啊！個市場短期話升咯，冇所謂㗎，你唔使同啲咩減息啊、支持到倒掛㗎嚇。你總之升咯，冇所謂。你知道心知道呢個逃生門，你升嘅時候咧揾個最靚位沽，有時係會背馳嘅，但係基本面不會改變嘅。大家明白啦 ，OK？ 咁啊，重複翻4個規矩啦。一就係啦，嗰個嘅二浪，你數得見底，二浪唔會跌穿個底啦。第二個規矩，三浪唔可以最短，冇講過係最長，但係通常最長。我咧揀嘅資產就會揀最長去玩，因為你咁多隻股票，你咪玩隻最簡單、最長、最多裂口去玩咯。而通常咧睇完下一堂嘅話咧，我嘅學員咧喺三浪嗰紮裂口嘅中間係入晒 follow 啦。如果唔係反轉形態得翻半段落升，你仲要追？冇可能嘅，除非你一路冇開個股市出嚟，除非係咁啫。OK， 呢個要留意啦。咁啊，第3咧就係嗰個4浪咧唔會落翻去咁低1浪嘅附近俾你買翻嘅嚇。如果係咧數錯浪啦。第4個規矩咧就係咧4浪同2浪會用唔同嘅形式調整。通常2浪急跌，即係落到去618、764深啲嘅；4浪咧就會236、382發下橫行嘅。通常都係咁噶啦，
如果大資產OK， 咁大家留意咁我喺下堂出嚟之前咧，俾大家做個練習，你能唔能夠喺呢張圖入邊算簡單嘅，我仲俾埋個 window 你啊，呢度入邊咧揾到晒1、2、3、4、5 ABC， 俾 tips 你啊，你 label 嘅時候咧，由左至右咧，由底數到上去 ，OK，label 1、2、3、4 ABC 啦，並且即係有咁話係畫到佢冇個規矩，4個規矩冇犯到規矩嘅 ，OK， 呢第一。第二，深少少嘅，試下做功課。我唔預大家做到深少少嘅。每一個1、2、3、4、5 ABC 你都 mark 咗啦，入邊 mark 唔 mark 到子浪？呢個周線圖嚟嘅，可能日線圖會變到嘅。呢個恒生指數你可以睇翻，你可以 mark 到子浪咧，有1、2、3、4 ABC。喂，如果學咗陰陽燭嘅，你可以翻嚟睇，每一個浪嘅頂底係咪都有陰陽燭轉勢咧？咁你睇到好多嘢嘅。最起碼 label 咗1、2、3、4 ABC 冇犯規先。Advance 嘅數到子浪齊浪，並且有陰陽燭轉勢，mark 晒圈晒出嚟，射擊之星啊，穿頭破，我督到晒噶啦。所以咧，恒生指數都有咁明顯嘅趨勢，但係成交量深度勁過恒生指數係多的是啦。所以咧，你恒生指數有少難度。恒生指數馬股啊嗰啲藍籌都 OK， 細價股真係咪搞，就唔好挑戰如果你叻嘅話，細價股啊。香港房地產嘅中原指數，你都數到浪噶啦，我唔會挑戰啲嘢噶啦。咁呢個就功課。如果變咗線型，會變咗 tips 你啦。咁後尾有答案噶啦。咁我呢部喺度，但係你深少少 FNC 咧，我冇開估噶，你自己睇翻做功課。咁第7堂之前做咗佢啊。呢個總結嘅4個規矩啦，4個原則，一定跟住。好啦，今堂咧就咁多。記住咧，有做完功課嘅時候咧，mark 住 EP 出去睇咧。咁你今日有啲好 conceptual 嘅感覺係正常。EP7咧，如果你明嘅話 EP7咧，你會直情感動流涕，因為我係咯，我教咁多都係。你再睇翻黃金啊、S&P 啊，全部都有跡可尋嘅。波浪係個指南針，未必講到嗰日邊個價買。有咗啲大方向咧，成件事係清晰好多。猶如咧係基本分析咧個知識都咁勁啊，所以咧大家真係要睇完就睇，俾到機會自己。咁下堂咧，我哋 EP7 波理論見大家啦。